话吗？哎，等一下，哎，这要是上今天，等一下，哎，所以我到底，我到底让你们看到了没有？啊，现在到底有没有了？啊，所以啊，等一下，所以刚刚啊，等一下啊，再跑一下，哎呦，我刚刚其实已经跑 loading 跑一阵子了，但是我不晓得它没有连上去啦，哎呦，好烦我想说奇怪，我在讲话怎么没有人有反应？想说完蛋了，我又怎么了？我还记得怎么开台啦，我还记得啦。不行，我们还是要先跑一下，片头。什么东西？我刚刚自言自语了2分钟哦，不可以这样子，这样不算。好了，算了，反正我就好 ，OK， 我们片头先让它跑一下，然后你们顺便帮我听一下 BGM 跟猪猪的声音。什么熟悉的主播没有？不是，我刚刚觉得我万无一失了。我刚刚觉得说，差不多串上去了，也连线了，已经可以跟大家聊天了吧？哦，很烦为什么他今天跑这么慢？他今天跑了2分钟，他才给我连上去昨天宣传，刘妈，你想被消失吗？刘妈，我看到刘妈，我们首先感谢刘妈刘妈她这次帮我们设计的那个生日季的 DM 今天马是有够下拍今天就是我们看状况来抓时间跟大家公开一下。对，因为我真的是久也没开台了，所以我也在思考说，我今天到底是要单纯公开 DM 就好呢，还是唱个歌给大家听这样子？不过呢，这2天其实还挺有感的啦，就是该怎么讲？我觉得就是大家立场或许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想好好的帮台湾加油之类的吧。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也算是办一场可以为台湾打气的歌会吧。对，所以才毅然决然决定说好，不然来唱个台语歌吧。那不管我们立场怎么样，相不相同，我都觉得没有关系。总之，台湾加油，民主加油，然后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平安的这样子。B卷偏小好，等我一下哈。所以我原本只是想说明天可能，等一下，单纯的，我明天想说，不是明天啊，对不起，今天，对不起，我累到。原本想说今天可能就单纯的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公开一下很下趴的 DM， 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礼拜6会领到的小礼物是什么呀，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不过总是还是想唱歌给大家听吧。对，因为这个礼拜基本上没有歌回耶，就觉得不行，我还是开个歌回，然后好好唱个歌给大家听，给台湾听这样子。什么叫本来就不存在？我的精明概念可以存在在别人的台，但是自己的台随便。小天，谢谢，应该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很下趴的 DM 了。对，不过因为今天是纵行的，所以我基本上我可能会缩放。对，就先让大家看到整体之后，然后缩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刘妈这次准备了也非常下趴的 DM 的一些素材，真的超赞的。上段落公开一个，然后再等一下，我就是这样会弄死我自己，还是比较好了。我要公开就一起公开哈。欢迎大家，你的立场就是猪猪我婆吗？好专情，好阿切尔好专情。每唱一段笑，可是好累哦。我这边有马赛克版本，可是要码一起码就是这样，我还要另外用那个另外3版本的那个马赛克，有点累，然后算了，一起公开好了这样子。说的就是可是要3个版本的马赛克朱蒂卡真的是忙到没办法了，我们还是一起公开吧。我真的是随时都可以瘫软在地上的那种忙碌这样。花生，该说物以类聚吧，昨天都不知道烹几次了吗？昨天有烹吗？我昨天在团长那边不是还蛮精明干练的吗？小 T， 我记得应该是还蛮精明干练的吧，应该。
首先是他娃娃伊拉塞 ，Norby 伊拉塞，00伊拉塞，欢迎哦。然后公孙呱呱伊拉塞，喜欢吃肉面线的客官伊拉塞，然后浪薄荷伊拉塞，阿秋伊拉塞，黄源伊拉塞，然后阿月开场，我以为我开场很久了嘛，我就迫不及待要打开麦克风跟你们讲话，结果他根本还没帮我连上去哦。熟悉的朋友，好 ，OK， 泡泡龙伊拉塞，然后俊伟伊拉塞，分3个马赛克涂层就好吗？等一下，刘妈你想干嘛？完事，刘妈，就是我们不要这么累，好不好？刘妈，刘妈你这样会太累。我唱好听吗？我都还没开始唱红伊拉塞，上周日要去拍棋子，结果已经换掉了吗？周日哦。周日应该是换掉了，因为我们档期好像到15号吧，15号是礼拜3哇。对，礼拜3可能礼拜3之后就马上换掉了吼，毕竟之后还有其他广告的档期哈。然后库萨瓦伊拉塞，你好，中岛好，你好，刚吃中岛顿啊，阿伯，我应该是阿伯家吧，应该，唔过今嘛未要，等下加个加的好啊，谢谢库萨瓦，谢谢。然后水灵宝贝伊拉塞。很抱歉，就到15号。是的。然后塔克鲁伊拉塞，你好，欢迎。看一下哦，熟悉的彭雀退回。对不起，我真的也感觉好一阵子没开台了，我忘记我可能串上去之后还要等他连线哈。花生猪猪画画好厉害吗？谢谢，喜力不 K 行。可是我很久没画图了，就这一条路上忙的东西很像，基本上。很像没有时间，越发的没时间画图。熟悉的就推我一下，很欣慰这次没有马赛克的。对，我也这么觉得。对，因为这次我们的图基本上都还蛮清新的，都是走清新风格，所以即使马赛克上去，也不太会有就是让人家觉得涩的东西。但是上次因为抱枕的关系，就觉得。就是马上去感觉越发母汤这样子。阿月现在的你怎么了？为什么在阿爸？蒂芙林伊拉塞，这才是熟悉的婆吗？流行集资广义风吗？广义整个被拱出来。好啦，讲到集资，我们目前原创曲目前集资到26224，谢谢大家的支持。对，也感谢大家在520、521我没有开台的这2天，也非常的少量多餐的帮助猪猪在集资部分，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感谢大家。我叫像你的什么江哦？你说色图大佬吗？那个实在是太刺激了，那个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分享。对，有什么色的东西吗？柚子你怎么被色东西炸出来？你也知道本台基本上开车的都不会是我嘛，对不对？问我吗？阿爸吗？好，阿月辛苦你了。对，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你会被点名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你受到了那位 V 鹏鹏的青睐这样子。阿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忙不过来的话，真的也没有关系。对，因为其实我也不晓得接下来计划会变成什么样的走向。对，只是感觉会。还蛮忙碌的，对，所以我没想到 B 鹏鹏直接清点了，就说好，我帮你问看看好了，对。但是如果阿月忙不过来，我们真的可以讲，这都可以再讨论的，好不好？对，我只能在一旁默默守护了，我只能在一旁默默守护。喜欢吃肉面线的客官伊拉塞，开车的都是你吗？不开车都是你在副驾驶。今天的网络好差，好，希望等一下就好一点了哈。你的刹车被柚子拔走了。我怎么不记得柚子有帮你刹车？应该说刘妈本身就不带刹车系统，不是吗？你耶，一来就听到什么关键字吗？没有啦，没有任何的色哈，不用担心哦。还是你们其实是担心没有色，是这样子吗？你是剪油管而已嘛，不能好好当薪水小偷吗？柚子把刘妈的车，然后蓝色丫伊拉塞，欢迎大家。他们互拔刹车，我也这么觉得，应该是互拔刹车吧。拔走什么太超过了，这样我也这么觉得。你们真是相爱相杀
舞蹈伊拉塞，康蛋糕伊拉塞，没有色色吗？对不起，有没有看色色？可能要去看别台，本频道色不起来。还是你们可以就是那个怂恿，就是观众有2位不，应该是3位车手吼，现在都在线上吼，3位车手。午安午安，欢迎大家。没有色色的东西，那也可以去睡午觉了吗？好，你们安详的去睡吧。对，怎么样都不会有色色的东西，不用担心哈。小弟，就是那个，你们要去色色东西去找小 T， 这样去找江人，就这样子，不要来找我。蹲命上看你握住柚子，我也这么觉得。伊木拉妈妈，你不要讲出来。黑夜哪3位哦？这我不好说哦，就是大家心知肚明哦。然后他可以拉塞，好，欢迎大家，好。然后因为明天有公事，所以我没有办法开台，但至少今天呢，唱个歌，然后基本上陪大家，对，然后我待会再看状况，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可能就会先公开，然后之后我就会把链接挂在那个资讯栏上方，然后让大家可以选购。对，然后我就会继续唱歌，这样子好不好？对，因为低燕真的很美，所以我想趁可能如果待会运气不错有人降落的话，就可以趁降落的时候，对，或者是我再自己抓一下节奏，没有关系。对，就是看一下就是可能同接人数多寡，然后再决定什么时候要来公开我们这次的非常下趴的 DM 这样子。然后也会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这次送的小礼物是什么，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下标之前要先确定一下，就是说你们已经有收到，就是如果是25号会收到的那个小礼物，你们就可以不用再下标了，那个就是送给你们的25号的小礼物这样子。打手刹车给你，有这位认识令妹吗？哇靠，令妹是吗？本频道观众比主播晚，我也这么觉得。明夜你好意思说哈，那个车手之一哈，明夜说等绿岛公主降落，是我们等待我们绿岛公主降落好吗？千人大台哈，疯狂造谣这样子，那张哦，所以我才说你们如果想看色色，你们去找江人或者是小 T 哦。黄蛋咖啡也拉塞，把你妈妈跟柚子丢去小黑屋吗？然后他们说要怎么撕啊？小黑屋不要啦，小黑屋这个是奖励，我不要随便乱丢，不要让你们得逞，我才不要让你们得逞哦。好 ，OK。胡学姐伊拉塞，好，总之谢谢大家哦。那今天基本上待会周边公开之后，卖场基本上我已经设定就是大家都可以直接下标了。那因为今年度真的是还蛮忙碌的，所以我这一次的量我就直接就是抓死了，就是我不会再多印了。也就是说，上面你们看到的那些量没有了，就真的是没有了。对，所以我就真的是不多印了。对，因为我真的也怕自己忙不过来哈。对，所以就是要下标的话，真的也是要尽早要快。那标准高到你觉得他会单身到60岁是不是？标准高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啦。对啊，可以多看看多挑挑哈，哎呀，多看多挑。Alan 伊拉塞，去年和柚子去过，那换你和柚子。Joker 伊拉塞，他应该可以让他幸福到60岁，努力活到80岁。好，你们都要这么长寿是不是？严重小黑屋里面，你们怎么对小黑屋都这么熟络啦？你们怎么对小黑屋都这么熟络啦？哈，好的好的，然后也谢谢，哎呀，真的是这个礼拜忙一堆公事。但是时不时就听到那个3枪，然后什么什么谁又赞助啦，然后怎样啊？然后今天某一位老公啊又被那个3枪拒绝赞助啊，真的是超好笑。那怎么会这么好笑啊？你好，欢迎FORD， 你好，欢迎你的到来哈。目标活到45岁就好吗？45岁也要健健康康的，虽然说感觉有点年轻，但是如果说不健康的话，其实不管活到几岁都还蛮痛苦的。小黑，我想有蛋蛋吗？我肚子好饿。我今天要唱一唱，早点丢下你们去吃东西。就这边很多小黑屋的常客会这么觉得，他们的新婚房是吗？你就是那个林凤营是不是？小黑屋的阿米莎那个上个月都在吗？这位朋友是韩国的朋友Korea， 看一下哦。
安妞，安妞哈塞哟，翻译成韩文。我们要请出Google小姐了哈。韩文，欢迎你过来玩。好，您好啊，等一下啊，好，来翻看看。 안녕하세요. 놀러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안녕하세요. 놀러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안녕하세요. 놀러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我觉得有 Google 真的是太棒了。小黑屋里面是吗？有幸推过一次是吗？小黑屋就是我们所谓的 ban 300秒。午安午安，欢迎大家。525那一场，不然你就让你妹去吗？啊，毕竟是在北部啦。Welcome, thank you， 安安你好，欢迎欢迎。等一下，谢谢您使用繁体中文，繁体中文跟我们打招呼。 중국어 번체로 인사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와우. 중국어 번체로 인사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중국어 번체로 인사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感谢使用繁体中文，谢谢。诗诗伊拉山，诗诗怎么办？姐姐，感觉我好久没开台了，忘记怎么开台了。然后刚还被笑，刚刚我还在那个明明还没连上去，还在这边自言自语，想说怎么没有人理我。让你们全场暴动哦！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会，就这么放心的交给培育可以啊，交给骚球，我只能说就是玩很大。如果真的玩很大的话，骚球还像 OK， 但是身为哥哥的，你们要交给骚球就有心理准备。一个中国女对一个妹婿，你看，思思，你也说我疯啊！思思姐姐只是一时忘记了，那个不是疯啊，我们不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吗？思思，那个不是疯，那个是姐姐被盗账号，那个叫做被盗账号，那个不是疯，对不对？不要理你们，我要唱歌，我不要理你们。不玩了，不演了，不录了，我要唱歌，不理你们了，不要理你们。好啦，我们其实歌单里面有好多首台语歌哈，先来随便选一首吧。感谢立生加入第18个月的猪仔专员，来领砰砰的叫叫，我不要。你继续被放置 play 吧，你继续被放置 play 吧。好，那我们来准备了哈。第一首歌轻松的来。好啦，咱差不多要开始来板的啊哦。好，你们各位自行入座哦。好，自行入座哦。今日的歌会是台语歌会，今天的歌会是台语歌会，欢迎大家自行享用。我怎么把这个打开了？我没有要打开啊。不是抢，对不起 ，no， 我们家妹妹都来了，好，欢迎那个我们那个 LF 箱姐妹桌，欢迎好不好？LF 箱姐妹桌，你们几个不准去冲塔哦。LF 箱姐妹桌是那个私密包厢，私密包厢，欢迎，后面饮料可以随便拿咯，那边来板的啊咯，看一下，喂，今晚应该有 echo 点。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 echo 会不会太太过穷拱？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 echo 会不会太过于嚣张？我之前有1-2次的 echo 我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它非常的像歌厅秀吼，但是今天如果像歌厅秀，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啦。云天一拉塞还行啦吼，呵哦，我之前不知道哪一次超像歌厅秀的，还是不要硬讲台语好了嘛，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因为讲没认真，才爱讲啊！您刚知哦，就是因为讲不好才要讲，懂吗？越是不讲越不会讲哦。还行吗？好，塔 K 噜，谢谢你们，也谢谢史史跟诺诺一起来玩哦。头几首歌就是心花开，我们来找一下伴奏哦。心花开。而且像就是有点改版，是吗？现在要找歌词的话，我的脸会偏向非常非常的另外一边。めんどくせえよ。こういう風になっちゃってめちゃくちゃめんどくせえ。爱着你。无法度，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一枝草，一点露，因为黑白母嘛无卡纸，只好思念你，我甜啊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搭你凉啊凉甜甜，我飞啊飞出天，咱何时才会当爱哦？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窗。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你茫茫，我明昂昂。在伊拉塞，我不是你婆，你婆24了。在打屁屁，在塞芋头。希望你来作伴，我的一生都予你来换，只有你上适合。咱两人未来是天注定，只要思念你，我甜啊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搭你凉啊凉甜甜，我飞啊飞出天，人何时才会当爱哟？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窗。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你茫茫，我明昂昂，我明昂昂。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窗。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你茫茫，我明昂昂，我明昂昂，我明昂昂。不见了，哎呀！我们掌声欢迎猪猪的考网好姐妹梅雅，我的梅雅超可爱，她完全就是那天降落过来，然后就欣然接受了考网好姐妹这个称号。来，我要用我的考网迎接我的好姐妹，亲爱的梅雅，欢迎你！我豁出去了，我跟你说，我让你们觉得我们的头上是考网啊，我让你们觉得我们的贝雷帽是考网啊，气死我！梅雅，谢谢你过来，你吃饱了没有？那个根本就不是考网吗？梅雅明明是这么气质的贝雷帽，他们怎么样都有办法看成其他东西。他说好，不是考网猪猪，那蜘蛛网，你才蜘蛛网，你全家蜘蛛网，猜啊，真心谢谢，阿里嘎多哦。猪猪的生日季在25号开跑哦。那猪猪的生日其实是在5月30号。那紧接着下周也会有一连串的一些可能生日季的一些跟观众相爱相杀的一些配信啦哈，请静待猪猪把那些活动桌表做出来，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一下这样子。
超坏的好不好？然后因为其实之前在美雅要出费信前后就有看到竹尾就真香那边有试出美雅的算是3视图嘛，我就觉得很美，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贝雷帽，然后还有那个就觉得非常气质，因为有蕾丝嘛，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对于美雅非常的有兴趣，对，然后也会去观察说她的一些造型，对，然后殊不知某一天被观众说我头上那个叫蜘蛛网，那个叫烤网之后就回不去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天哪，那这样我跟美雅不是烤网好姐妹吗？然后没想到好像美雅好像上个礼拜上礼拜降落过来，然后我就说欢迎我们烤网好姐妹。美雅超可爱，她欣然接受她头上跟我一样是烤网这样子。我们真的是太宠你们了。贝雷康对不对？是不是没有帽子就像裸奔这样？那亲爱的美雅，那请我这样是裸奔吗？这样的我你还可以接受吗？这样的我现在在裸奔没有贝雷帽上裸奔太可爱了，是贝雷帽。好了，不管是不是裸奔，好不好？我们美雅真的是非常气质，对，然后也非常有才的一位 VTuber， 欢迎大家订阅起来哈。蜘蛛网前来跟你抱，笑笑哥，你是想下去吗？烤棉花糖。我头上那个是贝雷帽，我让你们觉得那是棉花糖啊？什么麻薯？气死我了！公主不吃芋头吗？彩彩，我跟你讲，公主不吃芋头没有关系，谁叫她是我烤网好姐妹？你不吃芋头，你给我下去！他们是我烤网好姐妹，艳遇好姐妹的。对啊，然后希尔降落过来说：“欢迎希尔降落过来，我们艳遇好姐妹这样子。”哇，我们的感情不会因为讨厌芋头、喜欢芋头而受到干扰的，对吧？对吧？是不是？不管是希尔还是美雅，对吧？对吧？那会不会更爱了这样子吗？我只是全裸呢，戴贝雷帽不算裸奔，因为至少有戴贝雷帽。超烦的！你们这些不解风情的臭男生！今年中秋节星座变确认，猪儿子快救妈妈，我受不了了！一些不解风情的臭男生，我不要理你们了啊！我们来唱，我来看一下今天要唱。今天其实有很多歌可以唱。好，就这首吧。我觉得我好一阵子没唱，所以我前面要怎么抓他的那个？有一阵子没唱了，前面要怎么抓？白色欧牡丹，VTuber 最高さん。これが受けるじゃないか。你们是一个个都想被300是吗？都想被300是不是？好啦，我要来找 NC 的伴奏了，你们等我一下。香菜，好，你们等我一下哦。淡化起来。爱玲离我到顶好，应该是这样没有问题。好，这首歌曲的叫做 NC， 非常甜蜜的香菜吼，这首歌做得好啊！这首歌当初林怡在推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快点学起来，毕竟是我重要的3元素之一哈。好久没下去整理兔骨吗？好了，我很抱歉让你们戒断哈。就你们是想下去是吗？戒断的想下去是吗？香菜歌词。好。好，来唱唱这首歌吧 ，NC。爱玲离我到顶，爱情亲像会
烦的人生有欠啥物？敢有人好斗阵？你繁华的现实，醉生梦死，不知我敢是去顶色的谜。青春短短，逝来逝去，感情定定行枉费，就拄也几落年，好也歹也健康破病，有情的拢踮伫身边，才了解分袂开。爱人伫我斗阵，爱情亲像烟水，如何你介意？如何我欢喜？亲像缘分注定拄着袂分离，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不好意思，伴奏好像比较大声哦，要切小声一点。青春短短，逝来逝去，感情定定行枉费，就拄也几落年。好也歹也，健康破病，有情的拢踮伫身边，才了解分袂开。爱人伫我斗阵，爱情亲像烟水，如何你介意？如何我欢喜？亲像缘分注定拄着袂分离，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爱人伫我斗阵，爱情亲像烟水，有你来牵手，感情像牵线，甲你平凡我伫脚也散尽海里，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烟水，虽然我甲你相好来斗阵，你我慢慢那变老，艰苦嘛甘甜。好，来自你的 NC， 它怎么又这样？又再一次，我自动播放切下去，所以它会循环。大家安，长官伊拉塞，好久不见，也不会啦，我们在 DC 每天见啊。长官，你有偷丢对不对？声哦，等一下，这实在是太大声了。好，这样子好了。就是还记不记得曾经那个3D 的转身吗？我当然记得啊，那个时候前年吧，前年那个时候有被那个算是空箱，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啦。对，就是邀请过去玩那个什么蒙面的一个红白。很好玩欸，我那时候才知道啊，可能3D 面补，然后还有穿那个3D 的那个是什么妆，
真的很好玩哎。然后之后啊，果然3D 真的是越发的蓬勃嘛，但是又很烧团队，又很烧资金，所以说真的个人是都很却步。如果真的要转3D 的话，真的需要团队，对，个人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钱真的非常的烧得很快。哎，库玛伊拉塞，你好哦，欢迎欢迎。开局深蹲，对，动捕抓没有错。柚子，你不是去忙了吗？现在只要听到这一首，就会想到有深蹲跟表演嘛。对啊，好怀念哦。一转眼已经1年要半过去了，已经要1年半了哎！天哪 ，VTuber 这条日子真的是时间照拿杯，你刚跳舞照拿杯。在剪片也是在忙日式哦。好，感谢挂台。然后来到了今年，果然就是大家其实也都很希望可以在自己的频道或者是可能自己旗下的 VTuber 尽量能够3D 化就3D 化，不过要考量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对，那真的是要吃整个团队，所以个人是真的比较需要各方面的团队资金吗什么之类的，非常非常的却步。对啊，时间跑得很快，对不对？然后史实回来了，然后史实就复活了，这样子。在赶姐妹之一的案子吗？哦，真的吗？在赶姐妹之一的案子吗？辛苦了。希望能活到猪猪3D 那一天吗？Archer 应该是不至于真的，你是真的耳顺了是吗？你是真的已经耳顺了吗？你各位耳顺的教授们，我看一下下个礼拜有没有办法安排一个那个生日季的那个投币式的那个教授歌会啦，耳顺的教授们好不好？原本要这个礼拜，然后天杀的这个礼拜又忙到没办法，真的朱蒂卡真的是我的天哪，6只手都不够用哦，天哪，好忙哦，个人是真的超忙，谢谢姑妈，谢谢11个月的住在专员，好专情。那时候祝寿了，我也这么觉得。我说的，对啊，下个礼拜啦。我上个礼拜真的没有意外的话，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太忙碌的意外。对 ，OK 的，耳顺的教授们，我会为了你们开教授歌会的。我其实音效已经请水灵宝贝帮我整理好了，已经好了。好，只欠东风了，好不好？那个东风是什么？嘿，那个东风就是朱蒂卡，什么时候有时间开台，就这样子。还24吗？如果你今年才24，等到你可能逝去的那一天，我还没3D 化，那我真的觉得那真是没办法，只能看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自己也不敢保证说，可能1-2年后是不是有机会，因为个人是真的就是，可能是真的就是需要团队啊。除非哪一天有什么团队愿意支援，有什么金主愿意支援的话，就有机会。对，但是我现在也是在观望中啦，好不好？不过总之呢，今年度的一些计划还蛮有趣的，欢迎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猪猪会一路忙到年底，然后之后这些案子会一一的公开，然后到时候都可以让大家有不一样的视觉飨宴啊，好不好？团结力量大是没错啦，但是我自己又思考到说，因为其实像这一次的线下的25号的活动嘛，那就是面线们自主帮我筹备的，其实我超感动，我很开心。不过其实说真的啦，办活动真的很烦，很多事情要处理。对，那实际上像我这边，因为毕竟我是可能受邀过去的，可能打扫的啊，或者过去吃瓜啊都好，不知道状况的情况下，然后也谢谢就是把这一次活动筹备的又骚又浪的各位工作人员。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也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毕竟你各位其实都是1秒钟几10万上下，非常忙碌的人齁，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你们又是在台湾的算是经济成长最重要的一群人。对，大家都是大佬，就是因为这样，你们的时间其实根本就是完全是不够用的状况下，还愿意帮我筹备这个活动，真的觉得我深深的被爱着，我感谢大家。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更加的感受到，我的天哪，就是即使你们愿意帮我做这些，但是我更加的感受到你们真的很疲累，就是会觉得会很心疼说，天哪，你们牺牲的那些可能时间，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有更多的
团队会或者是后援就好了。突然在想这件事情，你们懂吗？对，或许你们不介意，甚至你们会已经在筹备，可能想要帮猪猪弄个什么板德的实体的一些歌回什么之类的，我都知道。对，我有收到就是简略的企划书嘛，谢谢谢谢，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想办的东西。对，但是我突然惊觉到，就是你们真的很辛苦，就是因为这样，我希望我如果今年度真的要办一些更大的东西的话，我可能稍微的会去思考一下，是否真的要寻求一些比较强大的后盾，懂吗？对对对，应该说你们帮我做的很好了，对，但是因为个人是真的要做的有限，对，我相信其实你们要办的也一定办得出来，对，但是相对的你们要消耗掉的时间成本或者是金钱成本是相对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对，这个是我担心的事情，对，所以我在思考的是说，接下来总之我今年度原则上活动都是满的，你们可以一一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活动被公开。那我们一直期待的那个例如版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先慢慢的先观望一下。对对对，尤其是因为说我们是个人事，我不希望你们烧得太快，我也担心你们精疲力尽啊，好不好？对，总之我相信25号的线下活动其实一定会又骚又浪，而且也谢谢你们，就是有一些我也知道有一些面线已经在思考说要怎么把自己办得很骚很浪，然后迎合国际美人的这个主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会很感激。但是如果真的社恐，不敢拿起你们的嘎基迪亚照相也没有关系，只要去参加就很感谢了。对，大概是这样子。后盾吗？还是后盾吗？宵夜哥你来了，都好啦，都好啦，越后越好。不管是团队人数还是说资金的雄厚齁，因为接下来要跑的东西是越发的需要各种大团队或者是各项资金吧。对，这些我其实都了解，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很担心说你们万一板德真的帮我踩下去，帮我冲下去之后，我担心你们真的会燃烧殆尽，懂吗？阿崔伊拉塞，对，所以我们先跑完这个礼拜又骚又浪的国际美人线下活动之后，板德的东西，我们可以再慢慢再来进行，这样子好不好？对，总之是希望大家低台也不要低到燃烧殆尽了啦，因为燃烧殆尽，你们要怎么跟我一起活下去？这个就是我觉得细水长流，嘿，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过来低台都轻松愉快这样子。对，那也不得不说，今年度其实有很多就是我在去年或者前年想的东西，就这样啪啪啪的撞过来了，所以就是我只能说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到底是吸引力法则还是怎么样。对，总之就是很开心，这些机会都愿意找上朱迪卡这个频道。对，然后不管是观众给我的鼓励支持，然后抖内集资，或者是 B 鹏鹏给我的人脉，或者是一些资源，或者是一些活动上面的一些转介引荐什么之类的，对，都很感谢这一块的人脉跟缘分这样子。对对对啊，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啦，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今年度齁，我们一起成长吧。干这种东西换掉就好了嘛？不是啊，你们年纪轻轻的不要这么坏，那么快换掉好吗？燃烧殆尽后回土帮助众生这样子吗？然后杰凯谢谢，午安午安，然后孟仓感谢加入主宰专员。猪猪泰国问了，导致你想太多了，其实愿意站出来帮忙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可以负荷的能力去处理，所以不用太担心你们，真的不行你们很早就喊救命吗？啊，你就最会碎念了，我就在讲你啦。你讲这个谁量你栽了。可是其实因为我自己参加过大型活动或小型活动都有，然后我自己也去只身去筹办过任何的活动，其实都有，所以我也知道说那个基层跑起来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好不好？对，所以其实我有在思考的是说，接下来的板德的部分，你先让猪猪思考一下，好不好？因为其实基本上呢是有办法弄得很大很大的，对。然后是有这个机会的，对，但是你们给我点时间好吗？你们先不要冲动，你们先不要踩下去了，尤其是那位总召，对对对，只要不烧焦都还能吃，就完全不然那怎么解释跪下？我没有让你跪下哦。
好啦，总之谢谢你们，真的都辛苦了。然后我很期待礼拜六的线下剧，好不好？对，然后基本上我最期待的果然还是你们又骚又浪的那个造型啊！怎么办？我还是好期待。对啊，但是你们愿意装扮的话，很感谢啊。如果真的是很社恐、很害羞，没有装扮也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对，被骂了真赚。你确定这个叫很赚吗？然后宇宙大手环被伊拉莎也欢迎哦。好，也谢谢杰凯加入了猪之组长的第2年，哇，真的是2年了耶，24个月。对，而且啊，待会我们要公开的那个周边的 DM 也包含了就是高阶会员加入24个月的独家回馈，以及你各位最昂贵的经理人啊，你们加入12个月，只要满12个月也会有独家的一个签名的回馈，我待会再亮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好不好？好不好？对，大概是这样子。对，我还有什么后事没交代的吗？应该都交代完了齁。来，我们现在来唱歌。什么时候有装扮这件事情吗？明夜你有报名吗？如果你有报名的话，你知道的太晚了。都说到线上了，猪猪顺便帮呢提醒一下，不要迷路了吗？跟忘记时间。好的啊，我们这次的线下活动是在冒险者公会啊。对不起，我刚脑袋转了一下，台北的冒险者公会，你们可以 Google 冒险者公会哦。这里基本上这个场地，就我所知还蛮稳的啦，因为还蛮多很像 V 鹏鹏有办过类似的活动嘛，对不对？然后这次我们就是办这次有报名活动的话，会每一位都可以有猪猪的独家受宠咖喱。独家的咖喱饭，然后那个咖喱叫做受宠咖喱，对，那个源自于某一天我手瓢，对，又手瓢了，然后原本是想要打手冲咖啡，但是不小心打成受宠咖喱，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梗，然后没想到这线下活动真的具现化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时间是晚上的6点开始，但是请及早进场。我们是不是5点半就要进场了？然后会跟大家一路嗨到9点哦，很难得会在礼拜六或者是礼拜日出现的朱迪卡，就在这个礼拜六晚上跟你们一起嗨到9点哦，好不好？对，最贵的经理人。如此长官哭了12个月这只猪没有啦，我没有忘记啊，我应该没有讲错吧？离线下聚会办过好几回，对，基本上应该是还蛮稳的。只能钓竿。我跟你讲，钓竿海滩裤也可以，你们越抬越好。钓竿海滩裤或者蓝白拖鞋都可以。我要把这些台湾的元素，然后请你们留下你们照片，然后跟着我的嘎吉迪亚一起照相。我要请 YT 爸爸帮我推出去，好不好？这些台湾的东西其实很好推的。可以受宠咖喱，吃了会吓死。什么叫一天到晚手表？你是想下去吗，柚子？很像5点50进场是不是？好，5点50开放进场，然后好，感谢维士出现了，感谢。周末已经够稀有了，是在周末晚上，对。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猪猪，不是明天，对不起，明天我要洽公，后天礼拜六晚上6点，我一样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同乐。如果这次您来不及报名到我们这次的线下活动的话，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在线上一样可以跟大家一起同乐，好不好？所以8点以后猪猪的睡觉台嘛，我那天尽量跟到9点好不好？要上去就21剪辑，我就等你21剪辑啊！迟到的一律倒立进场对，主办单位说迟到倒立进场哦，不好意思，对，小女子只是被派遣过去的那个清洁工啦，所以我不晓得会有什么规范或者是什么处罚，你们自己小心哦，你们自己小心。能够躲在镜头后面吗？其他的靠你们了。OK 的，没有问题。反正就是那天也请大家玩得开心，最重要，好不好？以上でございます。对，然后待会我们唱歌唱到时间差不多了，就会公开这一次我们会送给大家在线下活动拿到的小礼物，以及这一次我们生日季会公开的周边，好不好？那等到公开的那一刻呢，跟大家讲好说好我们送的东西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会把卖场置顶在我们的聊天室的上方，让大家可以去选购了。好，然后这一次因为真的太忙了，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去准备什么很下趴的套组，没有，就是单品而已，好不好？就是单品而已，所以跟大家预告一下，这次猪太忙了啊。等你够
够小，相机都拍不到你了吗？不可能拍不到你，你们都一个被我抓上来互动吼，一个都别想逃。好啦，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唱台语歌吧。好，就是这个了。谢谢光合作用啊，你嘎多。窝在角落吃柚子，重点是柚子不是没有去吗？你要怎么窝在角落吃柚子？好，来，紧接着我们继续来唱台语歌。咱的一心，咱的爱，来吧。如果你们觉得很熟悉的话，没有错，原曲就是《金青海峡东景色》哦。不对，的确就是哇，而且还有二胡哎，超赞的。用尽心对情爱，用光华我伤害。等一下，为什么有黄以玲的声音呢？我要的是伴奏版的。咱哥来几拜哈，拍谁？咱哥来几拜。用尽心对情爱，用关怀我伤害，当一个感情世界。有你陪伴，我不惊命运的阻碍。有时风，有时雨，有时甜，有时苦，幸福是坎坷的路。为着将来走天涯，一步一步来。咱的一生，咱的爱，爱是咱梦的所在。咱会做阵的看，心有情不惊寒，只要你温柔对我。一条感情线，连你我心肝。不甘寂寞出来尬歌。会靠还是靠会？会靠好哦。用真心对真爱，用关怀我伤害，当一个感情世界。有你陪伴，我不惊命运的阻碍。有时风，有时雨，有时甜，有时苦，幸福是坎坷的路。为着将来走天来，一步一步来。咱的一生，咱的爱，爱是咱梦的所在。咱会做阵的看，心有情不惊寒，只要你温柔对我。一条感情线，连你我心肝。YT 改版成这样子，其实我也觉得有点阅读不便哎。咱的一生，咱的爱，爱是咱梦的所在。人会做阵的看，心有情不惊寒，只要你温柔对我。一条感情线，连你我心肝。
好，咱的一心，咱的爱好吃鸡排。伊拉塞，我的歌吗？最近在图奇很常看到。什么？我的歌有什么？猪猪的歌吗？在图奇吗？为什么会在图奇看到？啊，猪猪没有在图奇开台过，但是为什么我的歌会在图奇看到？喜欢做，为什么？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是台语歌会哦。好，紧接着我来，好，这首吧。玻璃的金杯，有人会抖内给实况主放影片？等一下，哪一位啊？为什么？好神奇哦！我可以知道是哪一位吗？放我唱的台语歌，出现在图奇唯一一个时间是2022的机器人之乱期间吗？我有点不太懂，难得，为什么是哪一位实况主会放出的台语歌？这也太神奇了吧！烟花，什么？我怎么都不知道？我可以看一下是哪一个影片吗？那时候还是，居然还是1.0吗？很多台都看到有人抖内我的片给他，所以这是一种另类的推广，是这样子吗？等下，这是哇，现在还有这种推广的方法哎，也太神奇了吧！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最近很流行吗？我真的不晓得哎。鸟居老师烟花 ，OK， 所以这个也是该怎么说一种推广的方式就对了。好神奇哦！抖内可以抖内放影片，那我很好奇，他放的是我在唱什么，而且是我1.0是吗？天哪，我1.0唱的很烂哎，可以放3.0的吗？我们可以放3.0的吗？我1.0唱的很烂哎，都要怎么挑1.0的？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那个影片基本上，就是可能图奇的直播主选择自己喜欢的，然后再看说观众要不要抖内，然后他们就会放，是这个意思吗？图奇不会版权炮。上礼拜有台语的接力的啊，なるほど，有这么多，我的天哪！感谢他不嫌弃，我的天哪！不嫌弃的话，你们可以在 DC 贴给我吗？就不管是就是你们有看到的片段，如果有的话，我也想去看一下，那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不好？对，我的天哪！我没有在图奇开过台，但是居然有办法让图奇的朋友知道，就是 YT 有一位朱迪卡在唱台语歌这样子。增色版权他会直接把你那段静音，感觉那个弟弟特别宣传猪猪的台语歌啊，所以他是一位弟弟就对了。抖那影片情况主可以选择要不要切掉，不过基本上有人抖都会放出来。我的天啊！我真的觉得我没想到台语歌可以被大家玩成这样子欸。之前有总裁被计程车司机推荐过来，就是超劲爆总裁在做 K 行车的时阵，还问蒋大哥的讲什么迪卡屯主机有咧唱台语歌，你要来听一个无？就真正来啊！然后我没想到这位弟弟居然有办法在图奇放我的台语歌宣传欸，好酷哦！有些直播主可以点歌吗？那他都在什么时候开台？下次我有机会我也过去朝圣一下。应该有段时间了，有些要抖，有些不用抖。好，因为我不晓得说他那个机制是什么，下次我有机会也去看一下好了。啪啪熊已打赛，我的天哪！我的天啊！台语万岁，台湾加油！台语歌就是赞啦，谢谢你们。而且这位弟弟特别剪辑的都是应该说准备的都是猪猪台语歌系列就对了。他们开台你就睡了，我也这么觉得好啦，搞不好之后有机会嘛，哪一天我要是做那个就是在做一些加班的工作，搞不好有机会滴到啊。烟花都开深夜开台啊。好，我看一下烟花是不是？
烟花蹦蹦蹦吗？烟花蹦蹦蹦这一位吗？我看一下哦。哇，这位烟花我真的很谢谢他不嫌弃。我的天哪，谢谢烟花！你们可以让我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影片吗？因为烟花的影片应该也算是还蛮多的齁。好可爱哦，他真的好可爱。跟不到吗？那是死人时间。对呀，相当资深耶。哇，他的订阅数非常非常的高，超级厉害。他是不是也是一只羊？是的，是的，他好可爱哦。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可以找出就是当时的那个片段，然后贴在我的 DC 吗？我想要去朝圣一下，好不好？好可爱，谢谢烟花，超可爱的！我的天啊，朱迪卡，你这辈子经营这个频道，然后用台语歌让大家玩成这样子，真是此生无憾了！我的天哪，姑啦，你给我闭嘴，姑啦，你给我讲你！谢谢你们啦，然后也谢谢烟花不嫌弃，好开心。真的是太感谢了，真的台语真的要继续唱下去，因为我也发现很多咪鹏鹏他们其实对于台语是非常非常挫折的，我也懂，因为其实我也是投入 B 圈才努力的把台语讲回来，真的会很挫折，可是还是得要讲啊，因为你不讲的话越挫折，你还是得要讲。晚上比较多，早上就米鸡季比较有可能点歌，通常是观众懂内点播实况主通常不会禁止。烟花，好，所以这些基本上都有抖过所以这些列出来的都是有抖过，然后猪猪的台语歌片段是这样子吗？好神奇哦！我不晓得说图奇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太有趣了，真的可能我没有办法去滴到就是这些可能跟我没有缘分的时间的实况主们，对，但是真的有机会，真的也想谢谢他们，亲自谢谢他们不嫌弃我的台语歌这样子，好不好？真的谢谢。然后如果有片段的话，请务必贴在 DC 让我知道，我要去朝圣一下。感谢啦，台语歌就是赞，好开心，好开心，真的。来，后一首歌无你的金杯。超级早有机会在因为还没睡的时候开台嘛。好，如果早上的时候，早上刚好我早起，然后他还没睡的时候，对不对？见面了，时差好朋友。无字的无你的金杯，来，我们现在唱歌吧。过几十年捌听开，伊讲啥日不如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相思的伊，无留半年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几年。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相思的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情花拢无你一心变一念。我甲阿妈问，阿妈的情杯是啥物？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情意。
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三年爱逝也失去意义，花拢无你一生变一年。我甲阿妈问，阿妈的情杯是啥物？讲情人的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情意。讲情人的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情意。哦，竹尾，你说在图奇那边也有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图奇那边顶歌的这个状况，其实基本上大家应该都见怪不怪了。只是我真的是乡巴佬，不晓得有这种东西。Kimo 伊拉塞，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是很轻松的台语歌会，台湾加油！唱爆台语歌，台湾加油啊！好，真心 OK， 拜拜喽，拜拜。不是没有特别剪辑的话，很难留档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找到那个片段。原来是这样，所以图奇是不留档的是吗？啊，好可惜！我想知道是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好，来，我们紧接着我们来准备下一首歌。看有留档，好像还有时间限制嘛，但是因为 YT 这边有版权，所以没有这些外挂的功能。的确是，版权基本上抓的真的是还蛮严谨的。我们好久没唱这首歌了，我们来唱《提定给牛》吧。提定给牛啊！我找一下我伴奏哦。我轻轻叫一声，望你会知影，不通予我孤单。啊，有些图奇实况主他会开 YT， 就是放档案用这样子。看图奇主播有没有额外留档。图奇大多数不太留，一来是版权内容就会静音嘛，二来图奇本身 App 极度难用，所以没什么啊。原来是这样子。OK， 所以图奇那边大家该怎么说？不在乎天长地久，你只在乎曾经拥有。好，有看过就好了，不补档这样子，补档也很麻烦，对不对？只在乎曾经拥有，对，没有错。好，提定给牛。有了。好 ，OK。图奇档也可以永久，如果实况主不嫌麻烦，用后台剪辑起来啊。也是可以啦。不过那个特效，那个时效是不是永久？还有带上，原来是这样子。不过我真的因为在 YT 开台久了，真的有时候对于图奇的有一些界面，或者是一些可能后台，哇，
完全有点理解不能。对，可能就是因为不习惯的关系吧。不过的确看到有一些是双开的主播，就觉得很厉害。对，就觉得哇，超厉害。像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灵巧。紫金牛影拉塞，好，后一首歌天顶的月娘。天顶的月娘啊，你敢有在看？看阮的心肝，为何在作痛？天顶的月娘啊，我轻轻叫一声，望伊会知影，唔通予我孤单。天顶的月娘，心一定是人，欠你的感情多，一世人爱用青春来过。你的心这呢冷，你的爱这呢冰。这世间有啥人亲像我这痴情？一暝一暝的相思，浮浮沉沉放袂离，一摆一摆也偷看，流星哪会这无伴？天顶的月娘啊，你敢有在看？看阮的心肝，为何在作痛？天顶的月娘啊，我轻轻叫一声，望伊会知影，唔通予我孤单。天顶的月娘啊，你敢有在看？看阮的心肝，为何在作痛？天顶的月娘啊，我轻轻叫一声，望伊会知影，唔通予我孤单。天顶的月娘，这首歌其实非常好听这个每次唱这首歌都会让我很怀念，在第一次参加青歌踏月的时候，真的超级怀念。然后第一年的青歌踏月就是选了这一首，不过没想到第二年还有机会以就是来宾的身份吗？然后开场来宾的身份参加第二次的青歌踏月，对，真的是老面孔了，但是还有办法再上去，很开心。对，真的很谢谢那个时候沙罗学姐的邀请，这样子。大宝是伊拉塞，欢迎。我今天差不多要去摘花，然后老师来了，然后
待会我们要唱的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首哎。半死状态的老师，你还好吗？老师啊，你刚好吧？老师保重啊，老师感觉非常的忙碌哦。第3年搞不好也会有机会吗？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其实沙罗学姐她的初衷一直都是希望可以让算是怎么讲没有参加过的，可能是新人哦，或者是前辈也好，他们没有参加过，就是比较容易被学姐拉过去。所以我觉得第3年我还在那边的话，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懂吗？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刚听凤飞飞这首啊，我不知道这首歌呢光合作用，但是我可以去查一下吼。你看阿嬷午安吗？你才阿嬷，你全家阿嬷哦。是他吗？全家阿嬷永远不回头。香冷这是台语歌曲吗？啊，我们这是台语歌会哦，所以来下一首歌我先 stand by 好，然后摘花回来马上就可以唱啦。是青哥他愿认识迪卡的吗？谢谢啦，感谢啦。有一种噩梦叫阿嬷觉得你饿这样。好啦，我先去摘花，一个都不准走，马上回来。感谢水费哦。好啦，我回来了啦，不要走，不要走，你们乖，回来吼。来哦，紫绣瓜，雄性的松仔，这个也是我前阵子问爸爸说有没有什么歌可以再练看看的，爸爸就推荐这一首，看一下哈。感谢他娃的水费，然后 Ellen 的水费，谢谢你们哦。然后鬼之幽魂，然后宣布伊拉莎海波西米亚加入第8个月的主宰专员了，就是已经像是坐在评审点评新人歌手的资深老师吗？有吗？我觉得我还很菜那个资深老师刚刚那个刷上去的那位 double 老师还是资深老师哈？你们要点评歌手可能要请找 double 老师，我只是小小在旁边端茶的那个端茶小妹的。感谢。就看不到彩虹了吗？好，那我现在再离开一次哦，我离开一次哦。然后回来没有彩虹，我生气哦。他娃，你要小心哦。大宝老师，你跟我讲说你还很菜啊！在这里，大宝老师都说他菜了，没有人敢说自己菜，你知道吗？芝芝和生日快乐 ，OK 的，谢谢你们。我们生日季是周6开跑。对啊，猪猪生日530，即将是在下个礼拜会有一系列的算是庆祝的一些配信行程啊哈，请大家静待猪猪把周表公开。
安内迪卡啊，我有听过，但是我没样唱文夏文香，我的天哪，国宝级的2位歌手，我爸爸也有收文夏文香的专辑，可是我没有一首会唱的，就说偷偷躲起来吃兔兔，哪有？你看吃个兔兔，请问速度有这么快的吗？当然可能至少要半小时吧，对不对？请问我去摘花半小时了吗？没有啊，对不对？菜菜你来了，菜菜你怎么还活着？菜菜，我每次看你出现在D4，我都为你的那个生命安全堪忧，你知道吗？你但是老师还没有我的天哪，太可怕了！老师，你把龙千玉跟张慧这2个制作人把这些字刷出来，我们整个都要跪在电脑前了，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大宝老师其实已经是非常资深，可以去那种歌唱比赛，然后点评新人的一些，对，那个经验已经很十足了。听过文夏真的是阿嬷，基本上文夏文香，我记得那个年代爸爸好像他会收专辑，可是我真的没有一首歌会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对，但是爸爸有收那个专辑，真的很厉害，对，真的是国宝。红红的故乡，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请你也保重，是这样子吗？库萨玛，我觉得你很适合来我们的那个教授歌会耶，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可能有那个为了迎合各位耳顺的教授们，对，所以这些面线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都对于那个耳顺之年的歌非常的熟悉，对，因为这样的小女子就是也只能就是迎合他们的年代感。我们下礼拜有教授歌会，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洪一峰低音炮，大鹏老师，你也很适合来参加我们的教授歌会。洪一峰好像交往快半年，不要啦！洪一峰的歌怎么唱我不知道啦，各位教授们，放过朱蒂卡。朱蒂卡虽然说很爱唱台语歌，但是我还是可能必须要去听一下吧。谢谢大家，好了，国金法。我上次在教授歌会看到了什么薛岳，哇靠，薛岳都出来了，薛岳水调歌头台语版也很好听嘛。陈一郎陈一郎是我爸爸的偶像，陈一郎爸爸很喜欢。文夏的歌在当时的时候劲歌啊，是没有错，有听说了。国金发现不要拿猪猪唱一唱倒地是这样吗？你们为什么都这么了解？不是耳顺的教授们，你们实在是不讲武德啊！还有明天不算了吧？好，请点评 Double 老师。如果还有明天，请问算老吗？我要把这个锅丢给 Double 老师。不管老不老，都不是我回答的，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Gela 很厉害啊 ，Gela 好像是我们去年度的金曲歌王吧，去年度的台语歌的金曲歌王。这都是年轻人吗？这个我不知道啊，老师。我上次办了一个歌会，原本是 KTV 歌会，我准备了很多，例如五月天啊，或者信乐团啊，然后或者是可能萧亚轩啊。阿妹的一定会有嘛，然后或者是梁静茹，就是这些可能学长们在学生年代可能很熟悉的那些歌，我想说大家来一个 KTV 的一个氛围，然后大家可以点歌，可以一起唱，然后一起吃牛肉面、吃咸酥鸡、吃水饺什么之类的。结果他们连一首五月天的歌都没有点，他们一直给我点那个什么那是什么？我看一下那个歌单，等一下，我需要歌单支援一下。他们点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等一下明天会更好，然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梦醒时分，一样的月光，然后一剪梅，潇洒走一回，青苹果乐园，宝贝对不起，失恋阵线联盟，忘情水燃烧吧火鸟，那是啥回？不是高凌风的，我真的不熟。我连5566的我都准备了，为什么没有人点？为什么你们都点一些奇奇怪怪的？台正烧999朵玫瑰，一代女皇，橄榄树，
还有什么七匹狼啊？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我们下个礼拜又要来一次哦。你各位教授，你老妈 KTV 歌，所以我真的怀疑我，所以从那天之后，我都叫他们耳顺面线。他们已经不是不惑之年，他们是耳顺之年，好不好？你们每个都耳顺哈，对，点刘文正，不是，就朱蒂卡瑟瑟发抖。朱蒂卡至今也没有时间去练那些歌，但是为了迎合你各位教授，好不好？为了迎合你各位教授，我下礼拜还是会开，这样可以吗？听过猪猪的潇洒走一回，我上次有唱了，潇洒走一回。高凌风，你们都喜欢冬天里的一把火。好，各位教授，你们都要来哦。我们下个礼拜是点歌歌会哦，好不好？你们那个零钱准备好，会有那个投币的声音哦，叮叮叮叮的声音，好不好？唱得很可爱哦。水灵宝贝救命！不要啦，你们下周不要再更新教授歌单了，你们就是会变成就是说，对，好啦，没关系啦，就是随便啦，对，反正你们点了，就我可能就会这边靠北说你们怎么不帮我导唱，快升 key 什么之类的，对，就这样子 KTV 情境很好。齐秦跟齐豫，你看吧，说你们是死而不惑，鬼才相信，你们根本就耳顺好吗？你们全家都耳顺，不对，全家耳顺有点可怕。好啦，我被吃瓜啦，你们不要，不是，我们耳顺长老级的胡学姐出现了，我要贵州海聊聊啊！不要啦，放过我！我上次没有一首歌会唱的好不好？你们这很过分我顶摆包几首歌会晓唱你敢知影？高龄化社会。救命！连演歌类的就能唱吗？我演歌很像，其实我会的东西，我会的演歌其实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我顶多会模仿那个腔调，但是我真的没有这么会唱演歌那个，应该说我熟悉的演歌是真没有这么多，相信我，教授们，投币式的机台不会有导唱，我们好了，下个礼拜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可是我怕说导唱开下去，不知道会不会被版权。要不然其实如果加上导唱的这个效果的话，就很 KTV， 就会更加的 KTV 这样子。而立都还没到过，你们好可怕！准备一些怀念的金曲来点。好了，你们点，反正朱蒂卡同学的是串嘞蛋，好，反正你们怎么点我就怎么接招，顶多就是放在那边很尴尬，然后就一种非常尴尬的 KTV 情境，就这样子。点这首好了，当兵刚是雄心的所在，不是当老师，这个是我爸的爱歌当兵刚是当心雄心的所在，当兵不是该兵港边刚，你好喜欢其实，老师，那请你下个礼拜务必来我们那个教授歌会好不好？老师，救命！港边刚是男性伤心所在怎么唱啊？不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找这个？老师，我帮你预留这一首了，你下次要来点啊！你下个礼拜记得来点，知道吗？罗时丰居然是我们国民姑丈，怎么唱啊？等一下。救命！对不起，我现在请我爸，请求我爸支援一下，你等我一下。哇，这个我超爱的。家人在我心内，也够大呀。到底为啥在心情亲像茫的你爸爸很会唱这个，我爸超会唱的不应该为滴落人生的目屎，不应该为人生的期待
所在。我的妈呀，我很像真的会唱这首歌因为我从小也是听我爸爸唱这种歌长大的。好，很好，大宝老师，下个礼拜我帮你预留这首歌了。你怎么？不是啊，因为它太低了，老师，他的 key 太低了。朱蒂卡同学，下个礼拜我要疯狂升 key， 好不好？然后疯狂升 key， 这种对猪猪来说可能挑战的歌吗？啊，德泰路也是爸爸那个时候他很爱听。有你有鬼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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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跟你讲，德泰路我真的很想学，因为他学起来，我跟你讲，在那个板德歌会真的是他妈超有气氛，真的，这个一定要学起来，好不好？好不好？不是，我们今天只是一般的台语歌会，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放过朱蒂卡同学。好啦，德泰路也是在我的那个代练歌单里面，他实在是太经典了，好不好？跟黄克林一起表演，老师，很角色出现了啦，很角色啊！我们大宝老师居然表演过，他跟原唱一起表演过《德泰路》啊！好啊，你是很角色，我是说真的，只有我能为你解心里面的渴。很角色我靠！感觉玩下去会不会？不会啦，把德泰路练好，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那鼓掌呢？谁没按讲这个？我还真的不会唱谁没按讲那个真的没办法。向真行，歌越老，跳动就可以跳更远，我也这么觉得。好啦，各位教授们，我们期待一下下个礼拜让朱蒂卡同学安排一下我们看会在礼拜几。大家稍微可以期待一下，这样可以吗？把你们的口口准备好，我们要那个投币式，空隆空隆哦，空隆空隆，安尼好不？空隆空隆吼！我的天哪，救命！确定你要来投币？好啦，老师就不用投币了啦，老师你来听歌就好，好不好？然后我会帮你预留什么刚比刚喜单新雄心的所在，安尼好不？我们贵为老师，我们来点评，就是朱蒂卡唱的好不好就好了烟花开泰有做音轨分离只会有他的声音保留，是不是？哇，音轨，我现在有音轨，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分离。好，不管，好啦，我们唱歌啦。教授们蓄势待发，教授们。你们的教授魂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你们再压下去一下，压下去好不好？耳顺的教授们，好，你们把你们耳顺魂压下去，好不好？你们耳顺魂，我们到下个礼拜再把它释放出来，这样可以吗？黑伦伯格是啥回啦？我连北啊是啥回啦？一年换24个讨家，这样吗？教授口袋都不缺钱，但好像没零钱，好像没零钱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定一下，就是点一首多少钱？点一首把额度提高，对不对？音轨分离精华好像也好办事，也是重点整理。他说你好画什么东西啦？这最资深的教授不是，我只能说大宝老师手下留情，完蛋！因为大宝老师他真的是很资深的音乐人手下留情，真的会点到就朱蒂卡可能唱一唱就地毕业，我跟你讲。风中的承诺是什么李翊君是不是？教授们凌晨都要自己跳出来，知道吗？好了，你们冷静，我们今天还不是教授歌会，各位教授们，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是办的，咱今天办的，我们是在 KTV 点歌，好不？点歌不记得带，第一首的话先准备一下。其实我上次好像也没有特别安排说要花钱点歌，我很少会去安排那种花钱点歌的歌会，因为我觉得反正大家来听开心就好。所以上次教授们光是点歌很像谢谢你们自发性的点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点了6000多块吧，你们这很夸张然后下个礼拜要安排点歌的那个钱吗？我也在思考说是不是对，还是你们就自由打赏啦，反正打赏就会有那个康啷康啷的音效这样子。空袭警方那个很嗨大宝老师对，大宝老师在就稳了，真的。有布袋戏跟就不能少了冷霜子吗？这是什么？对，拉筋。对啊，你们上次教授
6000多块，你知道吗？但是下个礼拜的教授歌回，如果我真的有跟你们就是安排说，就是有点歌的那个Coco 的底线，浅浅的底线的话，我会把它安排在我们这次的原创曲集资的部分，好不好？让大家的钱就是不要白费掉，我们一样就是跑原创曲。对，而且原创曲真的很棒，很好听，真的超级赞的。对，就等到之后可以公开的那一天，再跟大家一起同乐。对，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把那个原创曲的集资先把它跑起来，比较安全，好不好？电脑的部分我可能就先放在后面了，因为电脑就是目前有 iPhone 的面补，非常的稳，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目前前半段集资的这些钱，我全部都会投入原创曲的制作。我们把原创曲制作尽量杀趴，尽量好听，好不好？好好的把我们这个频道更加的壮大吧。什么苦海女神龙，你可以放过我吗？我不会记手啦，苦海女神龙。来完这个好，伍佰老师的吃兔兔原创没有，吃兔兔原创曲要再另外集资。没有吃兔兔原创曲，你自己去问其他老师要不要做，我不知道。伍佰的还算是很年轻吗？对，我也这么觉得。伍佰老师很像在你们眼里就跟个就是3岁孩子一样的年轻呢。我突然觉得伍佰老师是什么？感觉在你们眼里都觉得很年轻这样子，感觉像那种少年 gay 这样。好，继续跑了，没有事 ，OK， 继续去握课吧，没有问题的，老师去握课吧，没有问题。老师，谢谢你过来。老师一过来，大家的教授魂马上都被激出来了。兔兔原创曲30万吗？我没有要30万啊！如果你说兔兔原创曲要30万，我之前跟资深老师询问过，就是原创曲的部分，12到15万，如果是个人式的话，对，所以我们其实这次的集资如果有达到一半，其实就差不多了，差不多稳了。然后你各位加油哈，你各位加油。那年轻些什么木棉皂，不是木棉道又是什么啦？伍佰老师演唱会是歌迷唱给老师听的，我知道啊，他指挥歌迷，真的，我只能说不愧是伍佰老师哦。好了，各位教授，今天你是办的，是我们台语歌回，台湾加油！你们都冷静好吗？各位老师们，各位教授们，冷静，冷静，可以吗？这首歌不是讲比当时男性上水的所在，不过这是江蕙二姐上升的所在，感谢大家。为何亲像一条梦？为何梦醒变心空？为何阮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人，无情风雨，无情的梦，无情的人，彼条月亮，彼条小路，永远相边。过去的一切，过去的恋情，已经完全变无味。孤孤单单一人定在路边，心情茫茫，不知要对倒位去，因为在一个所在，总是会引起阮想着你。我觉得这首歌好难唱，这首歌也是之前临时被爸爸更新说，这首歌很像可以唱一下。我就听了一下，想说很像也是小时候常常听到，不过实际唱起来，它真的是哇靠，有多难唱的。为何亲像一条梦？为何梦醒变心空？为何阮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人？无情风雨，无情的梦，无情的人，彼条月亮，彼条小路，永远相边。过去的一切，过去的恋情，已经完全变无味。孤孤单单一人定在路边，心情茫茫，不知要对
个所在，总是会引起阮想着你。无情风雨，无情的梦，无情的人，伊掠月亮，翕着小路，永远相片。过去的一切，过去的恋情，已经完全变无味。孤孤单单一人踮在路边，深深茫茫不知要对倒位去，因为在一个所在，总是会引起阮想着你。来一份兔肉和鹿肉，没有这种东西，无这个物件，啥物拢无。好想打喷嚏哦！好想打喷嚏哦！救命！好，我要把那个教授歌单收起来，好可怕。我刚刚为了要找一下我们上次到底你各位对我做了些什么，然后也谢谢他娃帮我准备了这些歌单，我才知道说你们光是那天教授歌单就给我点了，哇靠，快要50首，你们真的超过分的。你只要想过几分啊？有够几分的呢？点从名古屋戻りました。名古屋から戻りましたか？お帰りなさいませ，欢迎你回来，好不好玩？回忆跟长官出席一定有那卡西，一定要的，关贤，这个是一定要的。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很复古那种年代感的一些伴奏啊、歌曲啊，我觉得那个就是非常代表台湾的东西。而且张惠二姐在早期，而且也是特别，我爸爸就是很喜欢这些早期的歌曲，所以他每次如果有来家里的话，我如果放一些比较后期、比较流行乐的那些曲风的张惠的歌，他反而叫我切掉。他说他就是要这种，他就是要像刚刚那种，我在秀北嗨花舞，就是对，就是有那种很复古的那种早期的那种韵味的歌曲，他只要听这类的。来，设备嗨话，就是要这种韵味的。爸爸他是喜欢这种早期的东西。还没有穿上台语吗？哦天哪！后世就回忆到那种党久的回忆哦，是吗？然后你就失去了你的记忆了吗？哎，设备嗨话。环境袂当来完成迄段永远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是你的海岸，因是永远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你要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这个让歌厅秀主题曲一定要蓝宝石西餐厅，哇，好有年代感的东西。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迄段永远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是你的海岸，因是永远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你要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都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
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还没有吗？还没有吗？这就是屯爸最爱的歌单之一，他就是要这种年代感的东西，所以给他听个什么《老猴虾》啊、《灰哪离基》啊，他没感觉，完全没感觉。不平静的海洋声，是阮不平静的心情。啊，你对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都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唰，这类型的老歌都很耐听。我像看到胡学姐，我都会不晓得为什么自动就是把你那个账号加上那个耳顺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伊甸园之声耳顺红尘梦先生，谢谢你的莅临。哇靠！我这是教社歌单推广人之一耶。Come on man, come on man。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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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是这首歌是哪一首我又忘记了，太多了啦，太多了。那个年代真的，爸爸听的台语歌非常的多，我就是从小就是被耳濡目染，但是台语还是讲得很烂，我不知道为什么。诸葛亮、广华天下秀跟我很合吗？我也这么觉得，谢谢大家。有办法就是弄到那些就沙趴，然后非常非常台式的舞台的话，我跟你讲，我真的此生无憾，好不好？如果有机会弄成那种现场。线下跟大家在电子花车上面开歌回给你们，我跟你讲，此生足以马上就地毕业。但这个真的是大气化了啊！快乐的出行哟！哦，原来那首歌就是快乐的出行。下周一定要投什么1980？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们这位耳顺的学长，你可以放过朱棣卡吗？可以吗？请放过朱棣卡。而且我跟你们讲，这首歌《秀北海华》原本之前丹丹在录集公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文文有就是邀请猪猪过去当伴娘嘛，就那时候公式的那个 VTuber 就是算是有普天同庆，然后欢迎丹丹录集他们的那个就是 VTuber 这样。然后我那天原本就是要唱这首歌给他们的，因为就很闹啊，那天的婚礼基本上就很闹嘛。然后我跟他们确认过，说我可以挑一些很闹的歌嘛，例如《爱你丢郎》啊，也是《秀北海话》。然后他说：“猪猪可以，尽量闹，尽量就是大家一起玩开心就好。”然后就跟他们决定好，就是《秀北海话》，我就是要唱这首歌，然后闹一下他们两个这样。结果你知道江蕙早期、二姐早期的歌很多曲调都很像，我那天整个崩掉，我那天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问我说：“好，请问猪猪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献给这两位新人的？”下一秒我就崩掉，我就说：“好，我要唱的是《退蛇的软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反正那天我就是讲完之后，我还毫不暇思索的唱了《退蛇的软情》之后，我就觉得唱完之后才发现我好像唱错歌。然后还好啦，文文他真的是基本上已经算是老扛了，所以他就顺着我就是唱错的歌曲，还是有办法继续访谈我，还是有办法继续访谈猪猪。对，我只能说不愧是专业的，好不好？砂糖伊拉塞、广义伊拉塞，曲调就很像啊，那名字也都很像啊。对，反正是，谢谢波西米亚，谢谢。对，我那天真的是，我真的是很想挖个洞，然后自己跳下去算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说应该已经 run 好了，他应该也就是知道说接下来就是秀北海华，那他可能就是想说已经有想到一些访问词要怎么延伸这个秀北海华，他要怎么就是访谈说为什么是海华，我下面是秀北海华什么之类的，搞不好他已经准备好说要怎么访谈这首歌了，结果我给他唐突变成退血的软筋，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好了，那下一首歌就是退血的软筋哦，退血的软筋。
啊，有沙跟桑伊拉塞，欢迎你哦，欢迎来听我们台语歌。这是退学的软件啊，这个依旧是屯爸最爱的年代感的歌曲哈。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偌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家庭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偌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家庭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家庭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退学的软件是我们江蕙二姐很早期的歌。好，这首歌应该也是很早期的吧？这个也是我上礼拜跟屯爸更新过来的歌，无情人请你离开。哦，我只能说二姐的歌有太多首了，我不知道我此生练不练得完哦。谢谢，感谢大家。好，无情人请你离开的卡拉 OK 就在下方，我直接给它点下去吧。肚子饿了，对，唱歌肚子真的很容易饿，非常。啥人不捌做眠梦，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啥人不捌有痴情？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伊念烂去的石头，
伊也倒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伊藏变烧的花蕊，伊甲转去的笑钱，请你拢总会转去。啥人毋捌做面目，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啥人毋捌有痴情，若是甘愿看破，较疼的心也会麻痹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伊了烂去的石头，伊也倒去的海水，请你拢总会转去。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伊藏变烧的花蕊，伊甲转去的笑钱，请你拢总会转去。恁真正毋通安尼，我看的真正会超爱笑的，恁敢知？你还笑腰神呢？我看了我也想笑的。无钱人，无钱人吼！你们给我留下，不准走！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伊了烂去的石头，伊也倒去的海水，请你拢总会转去。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伊藏变烧的花蕊，伊甲转去的笑钱，请你拢总会转去。无情人，请你离开。你们真的是超烦的，你们要不要这么烦？你们要不要这么烦？看一个字。哦，拉德啊，康康，楚健啊，你好，订阅了吗？感谢你的订阅。哦，我们今天是台语歌会，好，台语歌会，台湾加油啊！真的，各方面台湾加油啦！哦，来，你们可以再坏一点哈。来，我们今天真的是轻轻松松的唱一整个下午的台语歌啦哈。基本上我的歌单应该是唱不完，就不用担心台语歌单的部分。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红搭，当窗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也一支雨伞。哎呦，魔王哥，这首歌我没有一次唱好他的，他要不要这么难唱？已经要就拍请嘞。
来吧，还给戒指，还可以让没钱的这样去典当，真的是这样子。财鼠，谢谢你过来。什么？我就是让你休想严肃吗？什么？没有什么严肃。好，也不是啊，我没有说我今天的台语歌会要严肃啊，我不是说要轻松吗？血母音声我还在学，血母音声，对，血母音声，请给我一点时间。对，那首歌也是超好听的，超级好听。可能下单要给迪卡的生日礼物，要买的quả球类吗？跟我的老婆啊？你说的是哪一位老婆？应该是还是我们家的妈妈。谢谢啦，谢谢你们出国都会想到猪猪呢，你们真的好贴心。满千回绿你就抖内什么？真的吗？那压力好大，因为满千回绿我没有一次唱好它过的。满千回绿主 BI 好难唱哦。好来，同乡9条尾巴的是吗？谢谢，好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可爱的，到底是柴犬还是萨摩耶？超级可爱的那位，好哦。好啦，紫西瓜，再来挑战吧。满千回绿主 BI 克拉奇。等等，对不起，怎么有下子的声音？对不起，应该不是这一版本的应该是这一版本才对哦。对了，这个版本才对啦。我想游泳，怎么听到下子的声音？对不起，这个版本才对。水晶宝贝，来，我们找到了，这个版本才对。人声跑出来了，下子来尬唱。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阿东透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要转来，戆戆咧动，戆也一雨伞。为你几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事会当甲你放煞，牺牲老命活奈拢无要无紧。吴星啊，你来咯！其实是你咧偷笑哟啊！你嘛较早讲的哦，吴星。我踮这几暝看电火相识，我踮这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吼。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想着你当时也管你的记啊，路边的话，换过路纷飞，时代的变，我孤单我一个人，问天也毋捌，想来啥你拢无，这阵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梦的人，煞会落不明。夹你的日子啊，藏伫我的心内，徛你的白马啊，行你要行的路，风做人
来花路途中，只做香气香，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尊公，你算着一次悲，叫你讲的看，高山路来头前，绝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斗斗活行，牵你的梦，有一天咱做伙回去迄个所在，我捡起的爱，甲你捡起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不了的话，甲讲袂煞的话，引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苦，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花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呀嘞呀嘞，讲袂听恩尼位，我即摆看到有想，我就会想起，我就常常想讲，哇，有想来啊咧，要来呀嘞呀嘞一个无？因为我看到吴昕他自己前2天做的那个袖子吗？呀嘞呀嘞，讲袂听恩尼位，但是超好笑，你真的是太有才了，而且里面居然还有就是恩尼位的那个怒骂声，你知道吗？超好笑。公开没有啦，我们这个叫推广，好不好？我们吴昕的频道真的可以订阅起来哦，这个也是我们台语挂的，好不好？哈，台湾加油，民主加油啊！对，台语挂的一定要订阅起来哦。哎呀，压力压力，我就什么 tend to 是吗？啊，这个我就 go to 背的吗？最後の警告です。好啦，我其实那个词也不知道，不太了解，但是你的合音天使，好啦，就大家可以去吴昕那边看一下他的那个新的袖子。不是你有上传到那个YT 吗？还是说就只有 Twitter 看得到？对啊，他真是哇，用尽各种感情的合音欸，咆哮欸，然后你居然给他弄进去，我真的笑到起来你会冰鬼起来，你知不？有够好笑欸！我有上传你的羞耻，好。总之，大家如果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你可以去朝圣一下吴昕他剪辑的那个袖子，那个真的非常的时事哦，非常的时事。然后，培根番茄炒蛋伊拉塞，好，谢谢大家。我们紧接着我来随意的挑一首，我看一下。满天回绿，足有比爱，果然还是很难唱哦，怎么唱都唱不好。好，就是这首歌，啊，预备，我们稍微来跳一下年代感哦，来哟，好，这首歌就是咱谢新大的查某囝，谢真艳的含泪跳恰恰，盘下水落去哦。你，哎呀，唱，好你咧讲，等一下，这个不会是你写的公傻小的那个傻小，是吗？是安内吗？订阅伊拉塞，欢迎！你各位面试们有没有还没去认亲的？我们的活动一路会到5月31号哦。来，我们恭迎丁爷哦，也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露的赞助者。来，如果我看一下，不嫌弃的话，就是如果有出现的朋友啦，刚好就是猪猪5月份是生日月，然后这位贾斯汀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兄弟，对，但是他不用转身，对，他不会转身，你不用担心，对，人家名花有主了，对，他真的是非常挺哦，他在他们该怎么讲，祖传的店家，他们家是卖那个烧腊肉的，
真的非常的好吃。然后他就自发性的帮猪猪就是办了一个联名的活动，如果你们喜欢吃肉，不管是猪鸡鸭但是没有牛啦，好不好？没有牛都一定务必要过去丁爷那边捧场，因为只要你就是出示你的会员证明或者是订阅证明的话，丁爷他都会帮您线上无痛加码的肉哦，好不好？而且店家在嘉义啦，就不管是北部朋友南部朋友，你们就到中部就好了嘛，对不对？不会太远啦，刚刚好啦，对不对？公生球吗？拍谁？公生球，对不起，我以为是好，对不起，我还是努力的看那个，就是努力的认台湾政治这样子。吃不到丁爷的肉体，但可以吃点什么东西？刘妈，只有脆皮猪猪没有肚肚吗？不会有肚肚，但是有脆皮猪猪，或者是你们点餐，丁爷会帮你们就是加码肉这样子。满千回率没有听到吗？学姐没有关系，我们有回放哈。我也欢迎学姐，学姐也是在日本非常非常推崇台语的一个爱台人士啊哈，学姐，最近台湾的新闻就是学姐也还蛮担心的，对，大概去嘉义的水上，对，古萨瓦你哪知呀？对，真的就是丁爷的店家就是嘉义，不嫌弃的话，你们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我下面都有贴，或者是你们有在使用 Twitter 的话，请务必要到我 Twitter 的那个首页点进去，我就有置顶那个就是传单，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好不好？我们活动只到5月底，好不好？真的是1年1次哦，丁爷的肉免费吃哦。什么丁爷的肉体，你们都可以冷静吗？有趣超好吃吗？那为什么泡泡龙你又没有认清？你们这群面线去了都不认清的。洛塔伊拉塞，丁爷这么帅，难怪不敢笑死。丁爷你那个看到面线你自己小心，记得不要转身，知道吗？你看到我转身去忙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面线记得不要转身。大姐伊拉塞，欢迎。就是我认清的不超过10个，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其实面线们真的都很客气，因为他们是真的担心丁爷就是会赔本什么之类的，所以就真的吃完然后就走了，然后之后就留下了照片。那个猫屎也是这样子，那个初号鸡也是吃完就走了，你们都这样子，丁爷的肉无从招待起。请出也罢退，兄弟你好伤，放照片在 DC。对，泡泡王是有认清的，然后那个猫屎就不认清。俊美说要呛丁爷的名字吗？等一下，不要呛了，不要呛，可以不要呛吗？我们就有话好说，不要用呛的哈。然后跑给丁爷追，活动之后再去认清吗？等一下，广义，你活动之后去认清不是不行，可是就没有肉啦，广义，我们的总裁们啊，我们的大股东们啊。丁爷讨论过，丁爷，真的假的？丁爷发展推广起来，你要线上，可以线上，我觉得丁爷的肉值得推广，真的。好，我们这个洪梦辰学长，你第2次才给我认清啊，哈。好啦，之后有认清的就也顺利的让总裁们带了肉回家了，好不好？你们真的不要害羞，因为丁爷他是真的很想招待你们，好不好？也谢谢大家，猪猪的生日季即将开跑，然后待会就是我们唱到一个阶段呢，我就会公开这一次的周边，让大家批判起来，然后给大家稍微的知道一下你们25号线下活动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之后呢，我就会公开我们的那个卖场的链接，让大家去选购了。然后因为这一次呢，只能说就是朱蒂卡个人是就是今年度真的又更加的变本加厉的忙碌哈，所以这次我的量真的没有准备太多，对，顶多就是真的是抓50-60。对，没有办法像上次那个刘妈的那个 T 恤卖到那个破百，我只能说刘妈那个75C，哇靠，那真是厉害真是超厉害！刘妈75C 这是目前就是我们卖场卖最好的，对，卖到破百，对，但是朱蒂卡今年度没有这个人力，没有这个时间去负荷这么多的量，所以我真的这次就顶多就抓50-60差不多了。对，我怕我真是包货包到就是往生，而且接下来又要应付一些就是可能没有筹备过的活动，对，虽然说我不是筹办者啦，可能顶多就是参加者，但是我还是想说多把时间放在开台好了，对，让大家不要接端太久这样子，对，所以也稍微宣传一下。那我们待会时间差不多了，就会开始来公开我们的这次的周边卖场的部分这样子觉得比起让丁爷更不想看到丁爷伤心，对，所以你们去认清吧，这样丁爷真的会很开心的。
去台北塞车的时候，路过大家加油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还是有机会的，一直到月底哈。直接组团当天有总裁司机他们吃肉肉。好，是，感谢 Fish， 感谢摩西心愿，你怎么又出来了？到底是哪位摩西？今天早上有抖内是谁？昨天你穿那件 T 恤去日本啊？真的假的？你去日本名古屋穿我的754，你有没有拍照？直接粉专私讯订购嘛？前阵子参加县政府啊，脆皮肉肉得奖哦！天哪，你们哇天哪，你们吃到的是嘉义肉肉比赛得奖的脆皮肉肉你看真的是吃到赚到。更欢迎现场变身仪式组总裁。我跟你讲，生意人就是生意人，生意人就生意人，你知道怎么做生意了吗？我们丁爷真不愧是生意人哇！欢迎现场变身仪式组总裁，直接一条肉肉带回家这样子。好，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欢迎就私讯丁爷啦。丁爷真的是哇，我只能说真的非常感谢你。好来，我紫时光，就是咱伫高雄谢新大的查某囝谢金叶含泪跳恰恰来盘声吹落去哦，好板的哦。对，香煎的烧肉，你各位吃到赚到，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肚子饿了，想要抱你抱甲红红红，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莫问讲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恨无怨叹，虽然今嘛吐甲这凄惨，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我嘛犹原不惊，不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有你牵，踮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含着珠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水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茫茫轻轻松松，我甘愿孤单一个人。等一下，为什么又有摩西出现？你们摩西无限升值想要抱你抱甲红红红，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莫问讲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无爱无恨无怨叹，虽然今嘛吐甲这凄惨。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阮嘛犹原不惊，不惊人情冷暖，阮的双手有你牵，踮在你的身边，惊予人知影，是含着珠泪跳恰恰，偏偏我是一个袂水的人。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我无情的人，茫轻轻松松，我甘愿孤单一个人。哎呦，都你们了！想到丁爷的烧腊，我肚子现在好饿哦。我今天决定晚上我就要去吃烧腊了，我不管，我好饿。我真的不行了，但是我还是会唱爆整个下午。台湾加油啊！对啊，各方面的，不管我们的立场在哪里，我觉得其实台湾真的是，我觉得可以投胎在台湾，基本上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有一些算是抽中好牌了吧。虽然说台湾还是有很多就让大家觉得说可以再改进的地方，但是我越是长大，我越是发现可以投胎在台湾真的是已经是抽中很好的牌了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
这么自由，这么民主，然后什么事情基本上我们拿出来讨论都又可以彼此尊重，我觉得光是这几点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对啊，对，所以就是最近还蛮有感而发的啦，对，所以才觉得今天想唱唱台语歌吧，就是用微薄之力帮台湾加加油。我原本今天就单纯想说，哇，好久没开台了，想说就杂谈吧，就可能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公开就是刘妈非常好看、非常沙趴的 DM，然后也顺便谢谢刘妈，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可能也顺便介绍一下这次可能有什么回馈，然后我们这次的会员回馈大概稍微有可能满什么年资的会有什么样的回馈，也跟大家 run 一下，还有什么萌新年资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很多东西可以聊啦。但是就是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啦，其实就是站在各个立场，大家都辛苦了这样子。今晚是丁爷那吃肉吗？我还真的想飙去但是我在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要过去啊？好忙哦！把你的手吃了吗？广义，你冷静，广义。破嘎昂昂昂，红红红这样吗？也都宝宝伊拉塞。因为不小心就什么投到对，你知道柚子，所以因为对岸那边是没有办法表态太多东西的，所以他们就只能睁眼说瞎话。但没办法，那个就是国情不一样嘛。对，和平很重要。剩下你回来再补档，先出门没有问题。深红一点来塞，对，70%，对，真的是很幸福而且台湾要吃东西或者是干嘛，其实真的都很自由。好啦，薪水是稍微低了一点，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国外人过来感受会非常惊艳，而且非常觉得我们很幸福的一些东西。那个也是台湾人可能已经算是已经很习以为常，但是没想到对国外的人会这么的加分这样子。如果没有料理好的味道会不，然后为什么他哇你会知道？台湾真的SSR 真的啊，是不是？我跟你讲，对岸或者是印度，或者是对于可能男女不平等的那些非常极端的国家，女孩子真的有够可怜。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投胎在台湾，真的已经抽到好牌了，真的。超倒呼吗？就我够喝奖记得歌词不是安就安呢，昂昂啊！所以我不小心唱成好吗？想要抱你抱甲安安安，这样才对，对不对？啊，我是唱成想要抱你抱甲昂昂昂，这样子哦。好的，好 ，OK，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哦。身为台湾人，真的是对大家应该都要骄傲的站出来。身为台湾人，我们可以住在台湾，真的很幸福了。真正是安尼啦，我无咧甲你练小话，真正是安尼啦。来，后一首歌，昂昂昂，哆啦 A 梦。若是伫咧日本嘛是袂歹啦，但是日本咧生活的时阵，真正压力就大诶。投胎到日本的话，其实也没有不好，但是他们的生活压力真的，我只能说有些是台湾人没有感受到的大，非常的大，你们知道吗？所以可以投胎在台湾啊，真的要珍惜啊！来，我爱过。是啊，大男人的大，女孩子真的是压力山大，男尊女卑了。但是他们彼此面对的压力基本上都很大啦，好不好？嘿，对，宇宙大小花呗，你讲会对哈。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音乐。唔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大人讨论一时也假。当你缘分啊是最后的，我会解释。失去的我感谢你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你着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
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际。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依然是我家己的心肝，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放下过去你的丰碑，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是谁？谁要偷斗？谁？莫西，哪来的莫西啦？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音乐，不通来压倒我的心肝，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他人讨论只是夜假，当你缘分啊是最后的，我会解释。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际。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际。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依然是我家己的心肝，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放下过去你的丰碑，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WT 拉塞，欢迎大家。这个种台币拉塞，欢迎来到台语歌会哦。台语歌超赞，台湾超赞，民主超赞，嘎基等下更赞。我期待你各位在礼拜六的线下活动，拿起我们朱蒂卡的嘎基等下，摆出国际美人的姿势，骚爆全场啊！大猫老师伊拉塞，欢迎哦！我们今天是台语歌会，好，帮台湾加加油。WT 欢迎你们哦，欢迎你们大家。好，好，几首歌来，我很喜欢这首歌，有够好听的。心向手烂，要有点大声。好，这样子应该差不多。聪明的人也会糊涂，有此之前我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
到幸福。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连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恋恋，落我的手，默默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酒泉，如今变寒。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目屎若是流干，当我会转来你爱我？真情我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连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恋恋，落我的手，默默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手泉，如今变寒。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目屎若是流干，当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酒泉，如今变寒。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像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目屎若是流干，当我会转来你爱我？好，谢谢大家，我要喝口水，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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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来公开一下我们这次生日周边，来，等我一下，我待会公开完之后，应该还有几首歌要再唱一下，特别是我们恶魔之子，我今天也要好好的把它背起来，继续背。找一下 BGM， 你们等我一下。好，没事，我们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只是要来公开处刑，不是，
好啦，要来谢谢刘妈帮我们这次制作的生日记5.5万 DN 要来公开一下咯，吧唧吧唧吧唧。对不起，我看一下，很像哪一个？好，我们即将公开咯。没有啦，没有处刑你啦，刘妈。感谢都来不及了，是要处刑什么？好 ，OK。我原本是想说要在25号生日纪念天公开，但是我怕那天太忙碌，就大家可能会就是有些东西想要玩的，就是可能会被就是公开周边这个桥段被打断，所以我觉得我先在今天公开好了，这样大家礼拜六才可以更加放荡，不是，更加就是毫无保留的，不会被打断节奏的，又骚又浪这样子。真的，刘妈辛苦了，真的谢谢你。我们来看一下これじゃない。これじゃない，对呀，在哪里？对不起，怎么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放荡只有飞雪更加的放荡，没有啦，被盗账号啊！好，我从这边抓好了。好，我们真的要公开咯，来，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DM， 然后我再丢那个确定要送什么给你们大家，我再丢网址给你们选购，不然我怕说你们在还不知道那个我要送什么的情况下就全部选下去了。来，有没有超级下趴，超级台式的，而且这次居然还有板的，刘妈谢谢你，居然真的是半桌风格真的完全符半桌风格，台式风格，朱迪卡天蓬娘娘圣诞千秋迪卡囤主机生日季5.5万订阅周边 DN 公开，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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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飞雪这样。我超喜欢这次的 DN， 应该说每一次刘妈设计的我都很喜欢，但是我没想到他这次居然直接把那个板的直接抓过来，我真的是哇靠，厉害了我的刘妈！你们看真的是超赞的。然后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是直视配信所以就是可能那个横式的大家看的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困难，所以我帮你们把这个 DN 稍微的局部放大啦，大家跟着我一起看对，很像那个以前那种电影院的那种海报，有没有？超赞的好不好？来，那这一次呢，我们生日周边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说在25号您有报名到我们线下的这个难分难舍国字美人活动的话，猪猪就会送你们饭友，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猪猪生日限定拿着蛋糕的这个饭友陪你们吃饭。我原本是在那个杯垫跟饭友中纠结，我们一开始真的要送杯垫，所以我一开始是跟厂商接洽的是杯垫，但是之后我发现，就是杯垫如果要照相的话，它就必须要被杯子盖住，就觉得不行，我还是用饭友好了。我希望我的受宠咖喱旁边都有，就是猪猪的饭友陪伴你们吃饭，这样好不好？所以25号线下活动你们拿到的是饭友，对，你们拿到的是饭友。那如果你们对于杯垫或者是之后就是待会会公开的这些周边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都直接带走，直接下标走，这样好不好？对，所以之后是饭友，对，所以想要杯垫的朋友就是说好，你们可能还是得自己下标。对，我在纠结我到底要送哪一个，但是我发现我们还是送饭友好了，这样才可以陪伴你们吃饭，这样可以吗？这样我要送你们杯垫，然后我就被垫下去了，然后就这也不会怎么样啦，反正本来就是被拿来垫的但这种总觉得我还是送饭友好了，看起来比较好看。板的是不是学姐？我们这次刘妈真的也是费尽心思帮猪猪设计了非常非常台式的这个 DN， 真的超赞的，必须要被杯子压的。对，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我想说我送了杯垫过去，大家应该也都很开心，只是我要被杯子压在下面，我就不能完完整整的呈现我本人朱蒂卡陪伴你们吃饭的感觉。我觉得我还是送饭友好了，对。什么？那你要女朋友什么？选哪一个？你要女朋友是不是？你要女朋友可能得先选一下彩彩，好不好？对，等彩彩看要怎么引荐你，这样可以吗？猪猪红娘，你买哪一个的？这我不好说，不然你先全部都买一套看看，然后看出哪一个跟你比较有缘分嘛，好不好？
这什么求男友？对，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办法帮您配对到就是女性的好友，但是我们这边男性的哥们很多啦，每个都可以为你转身啊，好不好？无法回答。好啦 ，OK， 总之呢，就是这一些30份的饭友目前在他娃娃手上了，我们再麻烦就是可能他娃娃当天再派发给大家之类的这样子齁。好，然后紧接着是我们的杯垫，好，就是我猪猪也是第一次出杯垫啦齁。那我一开始也在犹豫说我到底要出哪一个款式的，但是我自己在使用杯垫的这个经验下来，这个什么土什么枣，好，总之其实我不知道它那个字怎么念，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什么什么枣什么土的这个杯垫非常实用，对，非常实用，所以这次就特别做了这个周边这样子。缺男友的人吗？你缺的是女朋友吗？是什么贵吗？贵枣土吗？应该是发贵吧。硅藻土是不是？好，总之这个杯垫我想说这个材质的应该算是还蛮耐用的，所以就也帮大家制作了这个周边啦齁。龟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好哪里有花贵是不是？好，大概是这样。那我快点先把卖场可以po给大家了齁，让大家知道你们拿到的礼物是什么，这样就不用重新再下标了。好，等我一下哦。好，那大家卖场现在目前应该是我应该是有 po 在聊天室了，那我置顶上去，这样大家随时都可以选购了。好，那这次的印量基本上就跟我刚刚说的，就是因为今年度太忙，所以我真的就只有准备这50-60份就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对，所以请大家就务必真的把握时间齁，真的是没了就没了齁，谢谢大家。然后签名版的部分也是这次我一直很想做给大家的其中一个东西，因为我一直很想帮大家找寻可以烫金的店家，对，然后很幸运的是今年度就是烫金的商品越来越多了，对，然后不得不说因为烫金的成本真的还蛮贵的，但是还是有找到就是还算不管是成本还是说制作的怎么讲品质都还算是在中上等级的嘛，所以这次也就觉得说好，这个太棒了，就是可以如愿的帮大家制作这个烫金签名版，对对对。然后烫金签名版的部分，它的背面啊，基本上就是它是比较厚直系的那个该怎么讲，纸的，对对对，所以它背面基本上是可以撰写东西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只要是以世足总裁有下定我们的签名版的话，一律就是帮你署名签名这样子，就是除了就是有烫金印上去的这个公版的这个烫金之外，猪猪会在背面再另外再帮您签名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啊，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就是呢，我很感谢我们的经理人，愿意每个月花个600块挂在那边，成为我们最贵的经理人，所以基本上猪猪开这个会员基本上也满2年了，但是经理人我是优惠说，只要你们有满1年，有满12个月，猪猪一样会帮你各位经理人就是署名签名，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优惠这样子。好不好？也谢谢大家，就是对于我们的汇集，就是不离不弃的挂在那边支持这样子。拜拜，你好，欢迎你哦。下单完成了吗？好 ，OK， 没有问题，感谢你们。那数量真的就是我们在卖场里面的那些数量了。那没有的话，不是啊，没有的话连我都没了。等一下，我更改一下数量。没有的话连我都没了。等一下，我自己都没有留，但好了，没关系啊，没有就算了哈。完成吗？谢谢学长，你们都好迅速。然后因为其实卖场我原本想要把那个我们之前已经卖过的那个手拿灯还有那个烫金明信片往下挪，但是卖场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让我决定顺序，他就是要把那2个，一个是手拿灯跟烫金明信片摆在最上面，我就怎么改都没办法改，想说算了，就给你们在上面啦，超烦的。好啦，因为烫金明信片跟那个手拿灯还有一些少的现货，那欢迎就是如果有新朋友就对于猪猪的周边有兴趣，然后刚好您也对我们的明信片或手拿灯有兴趣，或者是你刚好要参加礼拜6的线下聚会，但是现在下单应该也来不及让你拿到了，对，我很诚实，对。
我不会画大饼，不用担心。只能说现在下单你可能来不及拿到，但未来啦，有一些线下的或者是可能现场连线活动之类的，也是有办法让你们继续使用这个手拿灯啦哈。好，总之就是这次有跟一些部分的一些有少量库存的货一起在贩卖，如果不嫌弃的话，大家一起带走这样子。你满12个月可以直接抖到满吗？所以长官你让我想一下，我是不是要去绿界那个？我是不是要去绿界开一个那个经理人的那个补年资的那个卖场，好不好？我想一下，长官你不要哭，比你快好了，你们都很快了。这次全选是3个，对，是3个，对，这次全选是3个，所以因为朱迪卡这次真的太忙了，我今年度真的忙不过来了，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新周边是3个，但是呢，这次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这个非卖品，来，它是眼镜架，它是40公分的眼镜架，请问行猪白啊，我们，它真的就是一个眼镜架，对。而且我很感谢东玉大哥，就是其实他在帮我测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是我们打的那个洞呢，有比较偏右边，所以我们眼镜戴上去的时候，感觉就是朱迪卡的眼镜戴歪了，所以虽然说很蓬没错，但是我还是有就跟东玉大哥讲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再把洞打左边一点吗？对，就是而且他们真的很有耐心因为原本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工程，可能还要加钱，对，但是东玉大哥就二话不说，重新帮我打，所以之后你们就是满两年年资的仪式组拿到的这个眼镜架，不好意思，一点蓬感都没有，它是非常正确的，在我的脸部的中央，我真的非常抱歉，它很精明干练的，我会戴在我脸部的中央，所以呢，就唯一一个很蓬的，有点带歪的，这就我自己留着，谢谢大家，很蓬的那个就我自己留着。谁把眼镜架做这么大？不是啊，因为要戴在朱蒂卡身上，就必须要这么大嘛，就必须要这么大，好不好？谢谢你们的下单，然后也谢谢，就是不管是用绿界充年资的，还有就是从我们2年前开始，在猪猪开启了会籍，然后加入会员的部分就毅然决然的加入了高阶会员，一直到我们今年度真的是满2年的高阶会员了，那我就特别回馈你们这么下趴的眼镜架。那名单有谁呢？来 YT 24个月，非常非常专情，其实23、24我就算进去了啦，不管你们23、24我就是算进去，对，谢谢你们的回馈，也谢谢你们这么专情的一直挂在 YT 的这个高阶会员上面。所以名单有谁？有梅子，有大哥，这个是2位 YT 的，就是非常粘性非常强的大佬。那么呢，我们的绿界有3位可以获得哦。我们绿界3位直接就是用绿界买那个仪式组年资，刚好就很巧的，广义跟他娃娃，我不晓得他们到底是怎么算这个会籍的。总之呢，他娃他在绿界是买了半年，然后广义他是买了1年嘛。但是很巧的是，他们因为在 YT 也是有继续就是每个月也是有继续加我仪式组的会籍，所以我在这边也会帮他们重新就是算是算在一起，就是说我不只算那个 YT 的年资，我连那个绿界的一起帮他们加总。很巧的是这两个孩子他们真的很乖巧，该怎么说，很会算啦，就他娃的年资刚好就是跟绿界的半年加起来刚好就是满23还24个月。广义也是广义对，广义的绿界是 1.5， 而且那我就想说好，那我过来他的那个 YT 这边看一下，就是说他有没有刚好也是有那个符合就是满2年24个月的年资。然后我跟他们讲说大概23我就会算了，就他们2个刚好就是加起来就是都是刚刚好的23、24个月。我说 OK， 这个我 OK， 我就直接回馈了，太专情了，真的谢谢你们哦。所以这次就是刚刚好的24个月的广义跟他娃娃。以及我们最超前部署，我感觉他好像已经要2年半了，还是要3年的那位24老，不，24老应该还是停留在2年吧，还是我真的要看一下，24好像还是停留在2年还是2年半，我要去看一下，好不好？总之谢谢你们大家，对，谢谢，真的很感谢，因为24老他固定有在那个绿界，就是他是每个月扣缴之外。他之前还丢了就是1年份35200块的那个仪式组总裁，对，所以他其实他现在搞不好已经2年半了吧
还是已经快3年了，我要超前部署。好啦，总之这次有3位可以获得我们超大型眼镜架，我真的很谢谢大家，都用自己就是用自己就是洪荒之力来支持本频道，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好不好？你只有认识的年资吗？什么东西？什么认识的年资？芋头好吃啊！这个月30号加起来也就24个月，所以就是刚刚好。对，所以我这边是觉得说，因为23、24个月还要去斤斤计较，真的实在是太不大气了。我们高雄市的回馈，就只要你有23，甚至我觉得22.5，我也直接回馈给你了啦，真的。我们高雄市的回馈就是要撒趴，就是要大气，好不好？对，然后啊，最近啊，好，我来了，好，你们可以继续下标卖场，对，你们可以继续下标卖场，然后可以欣赏一下我们刘妈，真的是，刘妈你真的很有才耶，刘妈她其实制作这个低燕真的不费吹灰之力，不愧是专业美编，她其实感觉就只是随便就动动手指，然后这个排版就出来了，我不知道她到底怎么，这个就是专业，对，我真的是哇，刘妈你真的是我们的超。然后因为这一次我特别有跟大家想要玩那个萌新汇集，对不对？那一样就请大家一样量力而为，因为萌新汇集开起来真的就是要相爱相杀的，对。但是在萌新汇集里面，我其实有稍微的再把那个详细的一些游戏规则编辑进去后，来是这样子的。萌新其实是跟乙事组的年资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其实您是乙事组总裁，可能你已经从汇集，或者是刚好一直在猪猪频道延满2年了，你的汇集就是2年的话呢，那如果今天你想跟猪猪玩一下萌新汇集的话，你就加了萌新，那我一样就是会加总上去乙事组总裁的这个年资。好，也就是说乙事组总裁虽然说是我们的伪高阶，我们真正的高阶目前算是萌新呐，对，但是这2个的汇集的年资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加总进去的，好不好？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会开萌新有另外一个原因，一直没有太特别跟大家讲，是因为原物料上涨的非常的严重。对，2年之后，我没想到原物料上涨真的是严重到很夸张。对，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我不太会去讲，是因为毕竟每个月的3200，大家都已经算是对某些族群而言真的是已经要睡公园了吧。但是还是就是懒趴捏着支持朱蒂卡，我都知道。好啦，或者你各位就是年薪100万的总裁，可能就是真的花32块一样啦，我不管。对，但是我自己其实在回馈团扇的时候，我昨天跟团长在联动，然后他说团扇，我笑到给不行。好，总之在采买这些团扇的原物料的时候，我真的也是超级有感，就是原物料真的涨得太夸张了。对，所以刚好就之前在跟大家一起在互呛说，萌新啊你加啊我就开啊，看你们要不要加啊。然后之后在想说，好，那个3800基本上就是除了可以让大家玩过萌新的干瘾之外，那也算是回馈猪猪可能原物料上涨，就是在这部分就是有了这一层多了600块的赞助，我会非常的感谢。对，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真的还是量力而为，还是老话一句，量力而为，然后偶尔共体时间，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我希望大家还是秉持着初衷，轻松看台，用你们最轻松的方式支持朱蒂卡的频道，这样子。谢谢广义下单完成。对，然后这次的 DN 太加分了，因为其实我这次准备的单品真的是非常的少，真的是没时间去弄那些可能很沙趴的一些套组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就是小小的3个周边嘛，算是也可以满足一下大家，就是想要可能买一些可能不同款式的周边的这个过干瘾啊之类的。但是与其说过干瘾，其实很像也还好，因为其实饭友我之前有出过，对，但是之前是自己画的那个阶段，就那时候还有时间自己画，但是现在完全没有时间，但是完全就给爸爸这样子，交给爸爸。如果 YT 跟绿界同时月缴，YT 跟绿界同时月缴，那1个月就会算2个月吗？会哦，基本上我会帮你们算2个月。总之就是，如果你 YT 跟绿界同时月缴的话，那就是 double 上去，是这样子的哦。因为你们都花2次钱了嘛，那我就是 double 上去，这个就不需要 argue 什么，就直接 OK， 你们两边都缴，那我就是1个月就是算2个月，真的是这样，就是 double 上去，嘿，真的是这样子，扣2次。好啦，所以萌新的汇集基本上因为刚好又卡到就是猪猪目前在那个集资目前原创曲的部分，那如果说真的有大佬，不管您之后是想要冲年资，可能冲到
2年，然后可以领这个非卖品的眼镜架。不管你是用乙式主总裁去冲，还是说用萌新去冲，那这2个的年资基本上我觉得是相通的，而且因为都是大笔的，所以我都会纳入我们这次的原创曲的集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对，大家的钱尽可能我都全部都投入原创曲，对，让大家基本上你们的赞助不会白费，因为这次的原创曲真的很赞，真的很赞。对，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分享些什么，但还不行还不行，就是帮自己下封口令，对，不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可以讲，对，嘴巴用这个DN挡住，对也请各位跟我一起期待到大概7、8月的那个时候，大概就稍微可以公开一些东西了，这样子。对，1个月抵2个月的年资哦我会帮你们 double 加上去。对，反正呢乙式主总裁跟萌新的年资是相辅相成，是相同的。对，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是我大概目前可以想到，就是大家如果是大把的加进来，然后也可以获得一些更好的回馈，稍微双赢的一个方式啦。对对对，0725伊拉塞，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DN就放在这边，对，可以让大家就是稍微批判起来。来这里吗？这里好了。因为指示配线很像下面都会被挡到，对不对？来放这边好了。真的谢谢刘妈啦，你真是哇，制作的 DN 真的也是有够审美的，有够好看的。月角萌新的滤镜我让你进去。对不起，我好像忘记贴出来，你等我一下。月角萌新，广义你想即刻成为萌新是吗？我们要诞生第一位萌新的吗？好，你们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月角的卖场应该是有在 DC， 你们等我一下哦。我们即刻就有一位萌新要诞生了吗？有没有这么可爱？广义，我帮您看一下哦。月角これか。好，没有关系，我也顺便把那个月角卖场更新到我们的资讯栏好了哈。因为资讯栏目前上放的都是那个年缴或者是半年缴这样。有，您的线上客服目前都陆续收到您各位的订单了哈，谢谢大家的支持。是3000块当30块花的，谢谢你们啦。有了，那我把那个月缴的按月扣款的卖场也更新到我们的资讯栏下方，这样子你各位如果真的对于萌新这个位置有兴趣的话啦，至少可以对随时在我们的资讯栏搜寻得到。你等我一下哦。这个吗？好，月缴自动扣款的卖场。等一下不好印，等我一下。在这里吗？找到了。好，编辑进去。好 ，OK。好，这样子应该月缴的跟半年缴或者是1年缴的卖场应该都有了。感谢蜘蛛佬有大佬看。不是我让你们有大佬看，是大佬愿意过来让我们看，好不好？是大佬愿意过来让我们看啦，不要这样子，广义涛啊，飞雪你们够咯，吴学姐你也是，你们一个个历届的大佬都在那边给我装死啊！好啦，谢谢啊！我对于大家真有说不出的感谢，尤其是个人事。对，因为其实我昨天看了团长的表单，然后我更加确信你们真的很爱这个频道，因为其实愿意花300块以上的观众真的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你们真的很照顾这个频道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快哭了。对啊，就是觉得各种幸运啊，对。你他妈你们全部都大佬啦，很烦还有刘妈，然后愿意为这次生日季筹办的大家，然后维世虎学姐，然后总招飞雪，然后以及就是一直
一直黏在我们高阶会员的老面线们，不管是布鲁须沟大哥、美子啊，然后还有就是非常没有时间在这个可能心偷的时间来看台，但是却毅然决然的决定投入以世足总裁1年份的被问讲大哥介绍来的超劲爆总裁，然后还有我们新任总裁阿展、新任总裁菜菜、新任总裁趴趴熊，谢谢你们大家！我不管你们加几个月，一日总裁、终身总裁，但是呢，那个回馈可能没有办法终身，但是你们有加进来的这个恩德，小女子永远记得，好不好？还有很多很多的总裁，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挂在那边，就是一直没有时间来看的学正，然后还有加盖莫马哥，还有 Alan， 对，然后还有就是最贵的经理人们，就是经理人真的是信仰，你知道吗？本频道的经理人真的是信仰。可是像长官啊，或者是之前被柚子推荐过来的 King 志，他还挂在那边呢，柚子 King 志还挂在那边。然后还有我们的 Moshi， 然后还有滴滴 Reader， 反正对啊，你们真的一切都是为了信仰，我的天哪！只是扫3楼的厕所干嘛这样？看看这么多之后，菜市场卖猪肉的阿姨从供应商变赞助，这个我不敢跟他讲。就是我会不好意思提起我就是在做什么，但是因为阿姨的猪肉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是我知道的。对，是的，你老吗？你看在旁边加一个人字旁嘛，好不好？私聊板德的事吗？啊，板德，等一下，你们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帮助蒂卡板德，等一下你们冷静，你们可以冷静听我讲吗？板德先等一下，你们先等一下，你们先把礼拜六自己弄好。你也给我冷静。对，我在想说 King 字感觉会不会是忘记退掉？我想说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去找他，因为其实我很少会直接去主动私密观众。但是以世足总裁的话，有时候会密，是因为我要跟他们确认表单，因为我这边有我的坚持。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开一个频道，然后把高阶会员要通知的东西丢进去，大家去看就好了。对，但是总觉得没有，就是会觉得这样没有尊爵不凡的感觉啊。所以你都已经加我高阶会员了，我就是一个一个私讯您，我就是朱蒂卡小女子，就是要一个一个个别通知你们，才让你们有尊爵不凡的感觉嘛。这个也是我坚持的东西之一啦。对，所以我才没有就是开一个频道，然后可能就把大家丢进去，我觉得不需要。对，因为你们都是我的骄傲，你们都是我的行销团队，把你们放出去行销就最好的行销。好吧，这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我总觉得个别通知是礼貌。对对对，个别确认事情是礼貌这样子。恭喜大军。阿志，你倒是来瞄一下，没有关系啦。其实我在想到是忘记退掉，但是每个月600块感觉也很贵哎。板德准备执行，不是飞雪，你不是谁快点打断他的脚，飞雪不是。好奇，如果猪猪主动说这个是，VTuber 的回馈算不算一种冲塔吗？主动，你是说我主动去私讯那个高阶会员吗？我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那个我的高阶会员不知道被我冲塔几次了，就每次都会私讯不好意思那个敬爱的以世足总裁某某先生您好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不是趴熊，你怎么又升级了？趴熊说升级就升级，我们又哇！感谢我们趴熊总裁回卵呐，我们恭迎趴熊总裁回卵了，我的天呐！说回卵就回卵，好，趴熊总裁，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这次的那个签名版可以获得你的署名签名，是不是？好不好？而且跟你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哈，我们超劲爆总裁放过大家，超劲爆总裁说这个月想吃饼干了哈，所以你们就是你们又逃过一劫了哈，没有那种奇怪的猪脚料理了哈。我们超劲爆总裁体贴大家说吃饼干就好，好不好？天哪，趴熊，欢迎你回卵，谢谢你。谢谢你又为本频道贡献了3200，感谢你，趴熊。打断了，鞋子拔掉也就，桌子也是啊，我们曾经的总裁，一日总裁，真的是终身总裁，好不好？而且桌子真的是帮妈妈好多好多，你看这个面补多么的顺畅，而且桌子还有寄那个
就是该怎么讲，它是那个磁铁式的那个该怎么说，可以吸上去的这个，可以让妈妈就是直接不怕没有电的这个面补的那个什么手机架吗？谢谢啦，你们都好照顾朱迪卡，好照顾这个频道。怎么觉得打断你的脚就没办法这样做？哎宝，桌子，你快去亲吻你家飞雪，快点，你去亲吻他，封住他的嘴，快点用你最霸道的那个方式捆绑他，亲吻他的嘴，交给你了，儿子。直接回归，感谢趴趴熊的回卵。帮你把飞雪带场上，猪后摊老板长毛好狠。您客气了吗？谢谢大姐啊，大姐也真的是很可爱。大姐原本是在经理人，你知道吗？对，然后前阵子突然跟我讲说他可能必须先退经理，但是他会在4、5月加进来以示做总裁。然后我就说没有关系，你不用跟我压时间，就是大家真的很可爱，就是生活要紧，大家好好的过生活。然后结果他在4月30号就真的升级成以示做总裁。即使只有一次，真的一日总裁终身总裁啊，好不好？谢谢你们。广义不是广义，你已经2年了，你还想怎样？你有种真给我变萌新！你在说你萌新？你们这哪一个是萌新的？真的给我加萌新进去哦！不要在那边给我骗萌新，我现在真的有萌新汇集咯。不要在那边给我骗萌新哦！长毛把鞋子还给我。好了，你们都是大佬啊！刚刚的感谢跟昨天仔仔的直播吗？哦，真的吗？哇，趴趴熊感觉也是一个感性之人，虽然说也很爱臭我。谢谢。桌子，我的手机架我有拆开了，对，但现在还没用，对，因为妈妈对于研究那个东西，我常会脑袋转圈圈，所以我可能高几率是待会我可能下播之后再来研究一下。已读的，你等一下，桌子你回来，你干嘛已读我？不是啊，你要封住他的嘴啊，你要封住他的嘴。薄荷，你该回软了是吗？没有关系，我们薄荷也是我们一日总裁终身总裁，没有关系，你们真的先把生活顾好，要回软的随时欢迎回软，好不好？金家母他们2个结婚就是反的。不是这位亲家母，就是我们可以不要用他们结婚的名义啊，我们版的可以用其他名义嘛，对不对？谢谢柚子也又加入了我们猪仔专员，感谢我们黑橡树机关。虽然说就是学生真的是非常忙碌，但是时不时还是会过来就看一下猪猪，或者是那个黑箱一下猪猪这样子。星期六不用限量了，等大家来讲你的鞋子。你忘记改回来了吗？有吗？有忘记改回来吗，大姐？先吸一口再说，这样子。好啦，谢谢你的续一口，谢谢你的75。突然想到你这个月升一世总裁是不是就不用补年资了吗？对啊，你还有饼干可以吃哎。说啥呢，长官？你这孩子真可爱，你就直接升级不就好吗？干嘛补年资啊？这样你就可以获得签名了，不是吗？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之前是画图社畜，我画了好几年了，所以我对于签名这件事情很要求。也就是说，签名这个东西，我一直以来都有被同业或者是编辑叮咛说不要随便签名，因为它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本频道的签名基本上就是可能会留给可能高阶或者是经理人。对，这个就是我的坚持啦，好不好？升上去也是会看家仪式组多久，不会直接算年资吗？如果是以示组的话，只要您这个月是以示组，我就可以帮您签名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对，只要是以示组，你就可以被签名了。但是如果是经理人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满12个月，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您本身这个月，不管您是回銮还是新加进来，只要您是挂着以示组，或者是萌新啊，萌新也好啦，好不好？对，您都有资格获得签名，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而且那位 King 智大哥他已经14还16个月了，他已经可以领签名了，怎么办？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联络这个人，我真的担心他会吓到。为了你的身高不穿鞋内子。有什么签名吗？签到你屁屁猜猜。你们要签名的话跟这些就喊一下，不然什么奇怪的。哪有？没有啊，我们是签在签名版，又不会签在奇怪的地方。而且如果你们真的有想要签名，然后又就是已经购买了猪猪的那个签名版的话啦，其实我这边还是会反复跟您的私讯确认，就是
是否这个是您的名字，然后确定的话，我要帮您签名了，这样子，这个朱蒂卡可能还是会稍微做一个私讯的动作，你们不要吓到了，好不好？然后谢谢长官，你真的升级了 ，Oh my god， 谢谢！然后感谢这位长官，哇靠！感谢我们新任总裁，我们入社成为了我们这个月以世族总裁，很好，对你很聪明，你可以获得签名了，就这样子，还可以跟你来领肉肉，没有错。各位以世族总裁们，或者各位经理人都好啦，组长、专员，你们这个月快点去嘉义跟丁爷领肉肉，好不好？加的越高，领的越多，好不好？你们要把握这最后的2个礼拜，好不好？对，有签名了，对，只要你是以世族总裁，你就有得签。好，但是经理人的话，我是有规定，就是要满12个月了，好不好？所以那个摩喜啊，那个什么滴滴绿的啊，应该都可以签了，对。有奇怪的地方要签，什么东西啊？对，而且我在想，刚好就是时逢生日月，然后刚好超劲爆总裁又想要吃点心饼干类的，我有在想说，我下礼拜是不是要做一个有点迎合我们生日限定的这个高阶会员回馈？对，但是因为我现在太忙了，我大概也是下礼拜才有时间去思考。我其实一直很想做一些类似杯子蛋糕或什么比较难以保存的东西，因为那个做起来真的很治愈又很好看。可是那个可能宅配不方便，对，所以我就是每次想要做一些什么杯子蛋糕之类的就打消念头，对。但是我觉得生日月是不是刚好趁着就是超劲爆总裁就是点名了点心或蛋糕类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冲一波，然后也可以稍微造福一下我们本月加入的以世族总裁，对不对？太多要生气了吗？会吗？真的吗？哇，罪过，需要扣他吗？我没关系，如果你联络得到他，你只要跟他讲说，就是谢谢他一直黏在本频道的最昂贵的经理人，然后跟他讲一下，就是他已经可以有获得签名的资格了，只是看他要不要购买签名版，就这样子。这种东西我不好意思去跟观众讲，因为我觉得观众会有压力，要去归算盘。长官，我不会让你的算盘白费的。我们这个月的这个生日回馈，我们这个点心我们要做的非常的独家，非常的下趴。长官聪明的是，这个月是饼干呢。对啊，你们很聪明哦。对，大家梦寐以求的饼干，总算在这个月又出现了。帮你的菜桌准备煮鸡蛋，而且今天加入人很有机会可以吃2个月的点心吗？也就是说下个月他娃娃你也想要安排点心给大家，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该怎么讲不成文的规定，对，就是只要您加半年或者是加1年，你就有资格在其中1个月迫害大家要吃猪脚，还是要吃点心，还是要吃什么奇怪料理，对。然后这个月是超劲爆总裁，然后原本这个月跟他娃一样，就是说超劲爆总裁原本是安排跟他娃一样，在这个月可以安排大家要吃什么样奇怪的料理。对，但是他娃说没关系，这个月就让给这个超劲爆总裁决定，因为毕竟可能是因为新观众，这他娃也非常温柔啦，对，所以他娃说他下个月再决定就好。好，所以下个月就交给他娃娃咯。下个月我们看他娃怎么玩大家。礼拜6可以看长官跪着，你没讲到名字都想到第一次买猪。胡先生，这种实在是没有办法，谁叫你跟我家姐妹的那这么像哦？那我没有办法，胡先生。我还在想说，这位观众是我们家虎虎的，可能是虎虎的铁粉吧，因为这样想的名字还弄成真的是一模，感觉就是还蛮像的。结果我没想到这是你本名哦，我不知道是你本名哦，胡先生。以世族总裁都上来，好，谢谢丁爷啦。对，最后倒数7天了，你们真的要把握时间哦，好不好？我追不到聊天室，比较难以保存的东西，每次会说你在开玩笑。不是啊，可是我寄过去，我总是希望也是有，就是新鲜派的总裁会马上吃掉的嘛，像那种囤鸡派的总裁，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囤鸡派是吧？囤了2年的那个腌萝卜，你给我拿出来吃，到底是怎样留给子子孙孙嘛？那颗梅子真的是哦，不是啦，那个梅子特例，毕竟他铁胃，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那个胃哪来的，但他真的很厉害，而且他真的是有够专情，真的。就是外公家外面刚好有
大庙城跟空地，有回去问看能不能借用吗？不是，你们冷静，你们现在冷静。我们这个板德的计划，你们可以冷静一下吗？杯子蛋糕和平板对，香菜辣烧珍珠加倍。我其实有在想说，要不要我们这个月来玩杯子蛋糕？对，我们这个月，搞不好太座一吃到饼干，要求长官继续每个月我们可以给太座吃一些不一样的料理嘛，对不对？可以放一年的饼干。猪儿子，你可以劝劝梅子吗？我很感谢他这么专情，可是他的胃真的堪忧啊。对，嘉义很近的，你已经被迫害吃点心。大姐真的也让我觉得说越发放飞自我，很棒，大姐太棒了，继续保持。我被迫害自己。对啊，就是等一下，柚子打出来没有关系吧？这真的不是我的锅，这个柚子打出来了，对，这真的不是我的锅。对，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观众的名字是胡什么林，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虎虎的忠实铁粉，然后来捧场猪猪这边的周边，就觉得好感谢，然后我就特别有在开台的时候讲，就那时候胡学姐听到大概是在电脑前还是在手机前笑疯了吧？我在想，因为那个真的是他的真名我的天哪！炖出鸡，炖2年，味道比较浓，那个早就发酵了啦。做工程的胃都在比铁的，可以不要这样子吗？你们可以好好吃饭的，不是吗？下个月我们的活动那样不可以？不是，桌子，就算妈妈求你了，妈妈求你了，你可以把它倒掉吗？你可以趁梅子不在注意的时候把它倒掉，可以吗？可以吗？说到板的，说服太座，如果板的可以一起参加吗？真的吗？如果真的我们板的板起来，我们真的有机会看到太座可以跟太座好好聊聊天，把他拉到前面，让我好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太座。对，因为其实我这边怎么讲？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好姐妹，都是那种感情好到那种真的是一辈子的姐妹的那种，所以我特别了解女孩子担心的东西啦，所以我也会特别会去照顾，就是说今天你们愿意把你们的女伴或者是老婆、女朋友带过来。不管是我的 DC 或者是现在在线上，我都会刻意的特别去照顾，是因为我很欣赏这类的女孩子，非常的有度量嘛，对，所以只要她愿意出现在 DC， 我都会可以的话，我都会聊上2句这样子，对，也希望她可以放心。虽然说要真的完全放心，真的也不太可能，因为男生有时候在起哄或者打闹的时候，真的是很北蓝，你知道吗？可是就这些太座们，我真的衷心的感谢他们，也佩服他们，真的谢谢他们。大兰瘦身教育拉赛，要先安排场地，不是飞雪，你冷静，你回来。胡玲玲，哇，玲玲那是来默默给提示吗？对，因为你给了提示，我才突然想到，天哪！我那时候想到，天哪，怎么你知道？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是这位红尘梦这位观众定制的不是定制，对不起，我想讲的红尘梦觉得好疏远哦。好，胡学姐，我想说会不会是这位胡学姐定制，就是特别去定的，然后还用就是可能虎虎的名字这样。结果之后他才说那是他本名，然后就换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笑到不行，这样子真的是太好笑了，我的天哪！只要是香香的梅子猪都不会不要讲出来，他往一下去倒掉起来比较好吃，这我不好说。你知道那个回馈除了梅子那一罐大哥那边，等一下，大哥他也还没吃完，不是？你们在干嘛？你们全部给我吃掉啊！布鲁斯、Rico 还有梅子，你们全部给我吃掉啊！你们到底在囤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囤这么久？不是啊，那个真的会坏掉啊！那时候学长才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说。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萌新，我真的是刚踏入这个 B 圈没多久，所以我想说一定是虎虎介绍过来的观众，然后就很捧场，对，然后我也不暇思索，我想说是这位观众，那可能他就是把自己的账号打成什么胡西林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虎虎的忠实观众吧。然后之后胡学姐又再次跟我确认说不，那是他的本名，之后我就哇靠！我惊呆了，我惊呆了，这真的是你的本名这样。学长该处理猪猪，为什么要处理我？再载你下去打屁屁，不要啦，当什么传家宝啦？
你们都给我住手！可以常常看那个收藏的食品吗？不要好啦，那你可以跟那个你可以跟梅子或不是或大哥或者那个猪儿子线下约一下。不是，你们不要抢，拜托不要！你们不要抢，拜托我求你们了，不要去抢啦，不要啦！哎，对，玲玲学长，我们的玲玲学长好不好？非常有名的，像变国民学长了哈，传子传书传后代，就念出来了，那就玲玲啊，念出来吗？哦，没有，我说的是胡锡林，是那个虎他在脸书上面注册的名字，对。因为虎他的那个脸书上面注册的那个名字是锡林，就是胡锡林嘛，对，所以我在想说啊，会不会这位观众也编辑一模一样的胡锡林？就我没想到，就是原来那个胡跟后面的林居然是同样的字，只是中间的字不一样这样子。对，听说饼干可以当成可以不要这样吗？豚猪鸡粉丝喜欢豚猪食品，喜欢囤积食品，很合理是吗？你起来靠了，欢迎你。你写的考我看到你，我都会想到，我那时候记错周边，对我很抱歉，你写考我真的很抱歉，没事的，冰冷都不会啦，还是会坏啦，大姐，你们快点吃掉，要不是每次这样做，你都没想到原来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总裁们或者是未来的萌新们，你们可以不要这样吗？你们趁新鲜吃掉，不然我开萌新会籍也是为了就是因应原物料上涨，然后呢我原物料用的这么好，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你们趁新鲜吃掉，老娘的原物料真的用的很贵，你们相信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成本上升很多啊。我跟长毛学长不要啊，贵圈真乱，成分表上再粉22%，用树脂封印，当传家宝剑。哇，这个我就还真的不知道了。大燃烧神教，那个你写考的那个，我现在还真的不敢讲我对不起，我那时候真的忙到碰了，我真的我很抱歉。那次寄错的周边猪猪，对我不敢讲，就是我发现之后我不敢讲，我现在忍到大概2-3个月后才讲吧。因为我看到那些来靠了，我都觉得有什么事情隐瞒他，我都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然后终于在某一天直播的片尾把它讲完之后スッキリした，就觉得スッキリした，やっぱり好き菜菜你过来给我打屁屁，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了？你们这个月哇，果然饼干月比较可以招收到新总裁我们饼干的魅力果然无限，你各位加油，继续，你们再给我继续接力，我们的猪脚啊，你们再继续接力啊哈！我发现我们的只要是饼干月可以迎来比较多总裁怎么会这样子？菜菜，你变成总裁了，我不能打你屁屁了，真的是总裁菜菜，你真的是总裁你那个才是那个彩彩的彩，你冲了，谢谢彩彩也变成我们的高阶会员了。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 YT 很可惜的地方，是因为我的萌新会籍原本是要在 YT 设置，因为这样的里程碑比较好玩，比较有互动性。但是因为 YT 现在它会限制说我们开会籍的金额，也就是说我原本是要设置3800萌新，想说大家应该也算是比较负荷的来，但是它一跳就要跳4800这个我就设定不下去了。你看，如果现在就是如果38萌新大家可以一起玩的话，多有趣！但是因为4800，它一下要跳4800，这个我真的设不下去。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把它移到绿阶好了。对，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办法玩那个萌新的里程碑，但是呢，我们可以有薛丁格的什么薛丁格的萌新什么之类的这些玩法，好不好？有其他的玩法。彩彩，感谢你冲了，你真的变总裁了啦！你真的变总裁了。之前彩彩刚来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好坏然后就觉得不行，这真的太坏了。但没想到现在被调教的很乖，然后很体贴，然后又变成了真的是总裁这样子。保留到变琥珀，用树脂封印。彩彩，谢谢你冲过来了，彩彩冲撞了。对，彩彩终于冲了广义，缴完税可以浪。不是啊，你们缴完税应该是空空了吧？口袋空空了，你们怎么有办法浪了？不能臭他不吃芋头了吗？我还是会继续臭怎么办？
继续打他屁屁，决定下个月吃土。谢谢你决定下个月吃土，为本频道贡献了3200的这个娱乐费吗？该做芋头饼干了。彩彩进来了，我们可以做芋头饼干了。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这个月玩彩彩？可是不行，我想一下，因为毕竟超劲爆总裁说想吃饼干，我要跟他好好商量一下。其实饼干效果不好，让他们先切断它。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猪脚的效果超好，所以大家才会不断的接力，然后接到最后，大家发现大事不妙，怎么每个月都是猪脚？然后以世俗总裁变成了猪脚的形状。然后之后某一个月，我们阿崔总裁很体贴的说：“猪猪，你不要再做猪脚了，太辛苦了，我们吃饼干就好，我们吃兔兔饼干。”阿崔总裁提出了兔兔饼干这个点子，哇！那天我记得那个月是3月，对，哇！总裁也疯狂，你像那种无性生殖般的疯狂增加这样子，而且，没想到很快又迎来了饼干月，对，这个月决定要饼干的是我们超劲爆总裁，然后又迎来了我们哇新总裁，不管是回卵的还是加进来的，谢谢你们，哇，谢谢，我追不到聊天室了啦。那个饼干你能吃1个月？猜猜，化粪吃啊！不要仔仔，不要明年吃。我们是新以事主好朋友，没有错。谢谢彩彩，谢谢长官，谢谢回卵的趴趴熊，谢谢你各位，还是总裁的你各位，真的谢谢你们。彩彩特别一份芋头，没错。本月呢，我们当然还有尬词版的选择，请带朱蒂卡发私讯给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以事主们，好吗？等待我一下。好，也因为我坚持就是要大家享受尊爵不凡的这个高阶会员的感觉，所以可能我在发讯息的时候，可能工作厅又会拉比较长，是因为我就刻意不开频道，因为我只要开以事主总裁的频道的话，我只要把那个可能表单或者是讯息丢下去就好，你们自己会去看嘛，对我也是轻松很多。可是我就是坚持，我就要一个一个个别通知，对，因为你们都是我的总裁，这样真的才有尊爵不凡的感觉，所以我在通知可能表单的时候，可能也会稍微有一些可能要花1天的工作天还是怎样，也请各位包涵一下齁，不好意思。但是大家的回馈，大家的福利基本上是不会受影响的齁，我都会抓时间。可是彩彩加入，我想下个月大玩特玩，他哇，你要看说他下个月还在不在啊？拉住他，不准他走。谢谢广义猪脚好吃吗？没有啦，广义做的不可能有你好吃啦，你是港式饮茶师傅芋头饼干不好保存，的确是哦，不知道该不该说兔兔饼干。猪儿子，你不可以学坏，你是我们家族仅存的仅存的什么？仅存那个叫什么？仅存的哇，那个名词想不起来，仅存的希望，对，你是我们家族仅存的希望了，你不可以同流合污啊！你是不是因为交了坏朋友，所以才把兔兔饼干囤在冰箱？那个坏朋友就是梅子对吧？交了坏朋友。我那天看你们直播，我真的在电脑前边尖叫边打字，你知道吗？住手！不要，拜托！你知道新来的以事主都要选择和平。好，我们胡学姐开始带新人了，胡学姐，饼干也是这个月安全啊，和平稳的啦。彩彩都加入了，我真的好想加一些奇怪的菜单哦。我去密一下那个超劲爆总裁，你们等我一下。然后争取23号之前出货都来得及，真吵！等一下，不是啦，猪子，是那个猪脚好吃吗？啊，你是说什么猪脚？你是说哪一个口味的猪脚啊？清流，对，仅存的清流跟希望，对，吃理之后的希望，唯一的偷偷饼干的冰淇淋，不是啊，我们可以复刻，我们可以有复刻的菜单，我们。朱蒂卡在这2年间做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复刻的，不要这样，我可以再做给你们吃，可以吗？猪脚好吃，谢谢广义。身边有梅子，这个好啦，我的交友慎选，桌子交友慎选。好啦，真的谢谢你们的加入，不管是回卵的，还是目前在观望的，这真的谢谢你们。对，然后新加入的
感谢你们啦，说不出的感谢。巧克力吗？大姐，你想复刻什么巧克力之类的吗？对对，而且我们这边其实有决定权的，通常都是一次录半年、1年的萌新，或者是半年、1年的以世足总裁，就有决定，就有权利决定某一个月你要什么样的菜单这样子。对，那如果之后接力到最后，可能刚好有其中一个月没有当家的总裁的话，就交给猪猪决定了，这个就交给我就好，不用担心。对啊，我光是跟你们聊这个可以聊1个小时。哦，我的天啊，谢谢你们了，好感动，好感动，你们真的是超挺的。经营频道，我真的觉得可以遇到大家，其实基本上，我自己真的是用怎么讲？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可能 V 鹏鹏他们不习惯把观众当朋友，可是我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把大家当朋友在相处。我觉得这样对我也比较轻松，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方式，也是我认为有办法长久的方式。对，我的哥们，我的朋友们，我谢你要桌子，你怎么也回卵了？你怎么也回卵了？你也回来了，桌子。我的天啊，刘妈，你看看你的这个 DM 多么的有力，他们全部回来了他们为了可以领到签名，他们全部回来了刘妈，我的超，谢谢你们啦，桌子也回来了，我的桌子也回来了，我的天啊，谢谢你们的回卵，也谢谢新加入的你们，恭迎我们桌子回卵了。长毛想收集饼干，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啊！我其实前2天还在想说我这个月一世足总裁的那个点心应该没有像3月这么夸张了。我还想说，松一口气，应该比较不会那么像团扇的吧？对，才这么想。对我很抱歉，我不应该先想的这么简单。我这个月又得做团扇了，你各位，我又得做团扇了，我天哪！冷藏半年，不要啦，胡学姐，不要，你们真的会拉肚子啦！我跟你讲，珠子还有不是虚口大哥，还有猪儿子他们的肠胃是特例，尤其是那颗梅子，他的肠胃真的是特例，我真的是很像没有看过他拉肚子过，所以不是胡学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你们快点吃完啦！不是我秉持着就是要用最贵、最安心的原物料。这一点也是为了让你们吃安心啊！你们怎么自己去作死了？你们怎么自己作死了？现在20几个总裁还没碰到，也是啦。可是好，今天要吃兔兔饼干，你需要有东西填补那个是桌子，这个你有很多更好吃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更好吃的东西可以填补你冰箱，可以吗？中央厨房阿姨，我谢谢你哦，柚子。身为做实验的，你看饼干，来分3等分好了，当天吃饭你要2年吃，不行，你是有太重要照顾的，你真的还是好好的照顾自己身体为主，好吗，长官，好不好？没想吃饼干，你想挑战什么？养小绿绿？哈，养小绿绿是什么东西？猜猜？也没拉肚子吗？不要啦，我不要，可是还是要趁新鲜吃掉吧。我觉得桌子也是特例啊。你们上次阿吹也是特例，对，你们上次还有谁？嫂子也是特例吗？你们上次有开台的是谁？哪几个？总之你们全部都是特例。24老出现了，被那个代管挖起。24老，谢谢你过来。24老最近工作辛苦了，来24老，我跟你公开一下。就是这一次我们有回馈，就是满2年以上的乙事组是眼镜架哦，好不好？那请静待朱迪卡为您各位有满2年年资的乙事组出货，好不好？是眼镜架，很下趴的40公分的眼镜架哦，好不好？24老，谢谢你的支持。对，24老真的是也是夜班的非常辛苦的，该怎么讲，台铁人员嘛，辛苦了哦。好，这次回馈希望大家会喜欢，下次再来分享的。真的吗？梅子有拉过肚子是不是？就连他都有拉过肚子。人伊拉夏，欢迎你哦。好，总之谢谢你们，只要你们是总裁的，你各位有下标我们的周边，都可以让朱迪卡为你署名签名了，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最昂贵的经理人呢，只要你有满12个月，朱迪卡一样可以为你署名签名。好，这个是
您专情的回馈啊！还好这次饼干要是猪脚的话，真的团扇。我跟你讲，其实不管怎样都是团扇，因为那个数量，饼干做下去其实也很团扇，真的。你姐姐跟你一起什么蹲过马桶？哦，原来真的有蹲过，是不是？好哦，在期待24号跟我们分享哦。小绿绿是发霉吗？啊，不要啦，我们可以期待我们这个很美妙的水灵宝贝，它是小绿绿，它是我们全世界最美妙的小绿绿。好，就只有我们水灵宝贝了，我们可以期待水灵宝贝，但是我们可以不要期待那个发霉的东西嘛？可以不要吗？特例过多就是常例了。是先安，马芬伊拉塞。哦，我们水灵宝贝真的是我这个世界上见过最美好的绿色了，真的好不好？是他让我重新接受绿色，你知道吗？我是认真的哦，这有关系到我的阴影啊，因为我的前任很爱绿色，所以我一度其实对于绿色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讲，看到就会心理阴影面积无限扩大。我真的是因为水灵宝贝开始喜欢上绿色，然后去买靠得住啊，然后我现在卫生棉真的只用靠得住，真的因为看到那个就想到水灵宝贝，就觉得很治愈，是他让我重新接受了绿色，你知道吗？这一点我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对，因为我觉得还蛮害羞的。真的啊，宝贝，你的存在让我重新接受了绿色，真的，曾经梅子跟24号，等一下，你跟大哥贴贴马桶，梅子跟24号是吗？啊，豆豆，我那么乖的被猪猪吃了那么久，那我有特别的礼物吗？没有，你走开。真的是心狠手辣的，没有，你走开。谁啦？惊讶的是吗？这个一直放在我心里面很久很久，也算是我不太好意思讲出来，就趁着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Ellen 的下单，如果您刚好有下单我们的那个签名版的话，猪猪也会帮您各位总裁署名哦。也谢谢 Ellen 一直以来的支持，非常专情。对，我真的因为水灵宝贝重新接受绿色了，我是认真的啊！这位伟成，谢谢你加入了我们的专员，感谢这位专员，谢谢你。靠得住我们实验室有一包放在机台上吗？效果比乖乖还厉害哦，果然靠得住，比乖乖厉害是吗？我觉得两个都厉害啦，但是我现在就是要去买绵绵啊，买卫生棉，我首选就是靠得住。对，就真的是会想到水灵宝贝，然后对于这个牌子还有它那个颜色，完全就是完完全全的接受了这样子。伟成，谢谢你，感谢你的加入，谢谢你们。对，因为我今天早上原本想说我可能就是唱爆台语歌，然后晚一点再来介绍我们的周边吧。对，但是就是刚刚不知道哪一个点，就觉得很想先开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刘妈这次的DM真的太漂亮了。饲料实验室吗？当这个绿色过于靠得住的时候，都很靠得住啊。水灵。对啊，水灵真的深聊了迪卡的心灵，谢谢你。就是对，因为一开始我看到绿水灵，它其实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生物，然后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是可能某个游戏的一个怪吧。对，然后也没有想太多。对，然后是真的是渐渐的，因为水灵宝贝一直在协助猪猪很多事物，然后就真的很靠得住啦。然后各方面的就是想到水灵就真的是很安心吧。对，然后就对于这个颜色重新接受之后呢，变得更加喜爱了。对，真的是谢水灵。新坡伊拉塞，猪猪老婆是吗？新坡你醒醒，这里没有老婆，这边只有老公。卫生棉工商吗？谢谢刘某嘛。你要用绿色吓吓你吗？哼，我现在对绿色的抗性非常之强，甚至是喜欢到不行，好吗？谢谢刘妈，这里放了4包，为了让几个老设备好好做啊！真的吗？所以胡学姐你们不会放乖乖，你们也是放靠得住吗？是吗？刚刚出门找不到不含漂白成分的洗衣精吗？不含漂白成分的洗衣精，那你可能要这么天然的东西，你可能要去妇婴用品店吧。妇婴用品店他们的东西基本上应该都还蛮天然的。某个游戏的怪，对，风之谷，对啊，所以其实我不玩游戏，很少玩，然后之后也就是听大家科普才知道说，原来是出现在里面的就是一个小怪这样。
乖乖也有，但乖乖镇不住，就要请出靠得住吗？乖乖放一下啊！哇，成本上不划算是不是？我们干脆放靠得住。像绿色上面打欢迎加入仪式组总来，不会啊，你们还是吓得到我啦，你们还是吓得到我。像刚刚我看一下哦，我们刚刚的新专员伟成有没有？他跳出来，我还是吓一跳，什么不会有新总裁吧？就好，没事，专员 ，OK， 没有问题，专员谢谢你。有啦，我还是会稍微就是看一下他那个显示出来的名字是什么这样子。只是就很可惜，没有办法让你们在 YT 玩萌新，不然一定很好玩。对，只是因为那个4800，我只能说对不起，我加不上去，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对大家压力真的太大了，因为或许你们愿意玩，但是我一想到就是你们还要再多花那个钱，对我想说不行，我们还是开那个绿界好了，这样子比较可以获得平衡。打下去吧鸡。卫生棉保存期限也比较久，的确啦，CP 值比较高。现在的猪猪越来越不好玩了吗？对啊，因为我越来越精明干练，对不对，丽轩？谢谢你，我知道我精明干练哦，谢谢丽轩，好不好？对仪式组总裁有阴影的猪猪，不会啦，各位总裁，你们都是我的翅膀。我要学渣男术语，你们都是我的翅膀。橘子工坊出的不含漂白剂吗？都没有注明，实在不敢乱买。世豪，你为什么要买那个没有漂白剂的洗衣精呢？应该要去加绿界才对，抽比较少。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我希望观众你们可以玩得开心，你们就选择你们玩得开心的平台，这样就好了。对，这个也就是我不会特别去限制说你们要加绿界还是加 YT， 因为出发点一直都是在于你们玩得开心就好，懂吗？对，那 YT 即使他们抽掉了，他们也是会做事情啦，可能在演算法之类的会帮我推出去吧，这个我不知道。对，但是玩你所爱，爱你所玩，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彩彩，谢谢你。什么叫偷着自己玩自己？我哪有自己玩自己？丽轩，你皮在痒了。放乖乖1周后会。好，工程师会自己不晓得为什么就把它吃掉，这样子是不是？音乐午安呢？机动车站不晓得为什么放红色乖乖红色乖乖比较好吃如果是放红色乖乖，大概我真的是大概3天我就会把它吃掉了。我其实比较爱吃红色乖乖，我不爱吃绿乖乖，太甜了。玉莲伊拉塞，谢谢你们过来。夜用型翅膀动漫会是你们出的原来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去附应用品店问一下吧，我记得应该有一些天然纯净的一些成分的洗衣精，都不用我们玩，自然而然就碰。什么东西？丽轩，我会因为你这句话成为我们本日第一 ban 哦。YT 的3200发票拿出来也是很下趴是，也是很下趴的，没有错。会有人为用乖乖的话吗？人为什么东西？请注意你的言辞，是你唯一的而已。不过你这个小话，你们那个谁把二嫂带走？二四楼。不过好了，我们二四佬他果然依旧是我们可爱的二四佬，好不好？二四佬，你知道我们刘妈很喜欢你吗？刘妈钟情于你，你知道吗？刘妈都会很想念你什么时候过来，因为刘妈觉得你超可爱，真的，她真心爱你，好不好？比较想玩人夫们，等一下，这边的那个县城的人夫不就是长官吗？你怎么会去找飞雪？正常的运作灯号是红色的原来是这样子。红色对科技业来说是紧急状况才会出现红色。巧克力朵不是5香，是巧克力，是不是？你说赏赐我的等我没讲，丽轩，等我没讲好不好？要管家香氛，这个可以洗窗帘的那个来洗这些衣服。好，我可以去看看。真的老鼠吃掉乖乖，有人会吃你要吃老鼠对，你要吃我觉得跟刘妈很合吗？他娃娃，我觉得跟刘妈很合。你是在跟他娃讲说你自己跟刘妈很合吗？很好我觉得还蛮合的
你那个逗点要逗好啦。哦，五香是黄色的，丁丁药局、直营房、洗衣精可以考虑哦。哦，这个问刘妈真的就对了，对，我们刘妈身为就是专业妈妈，这个一定是比大家的资讯量还要再过分充足的吧？这个交给刘妈了。等一下，这位莫西，这位莫西是谁？这位莫西，谢谢你加入猪仔专员，请问你是哪位莫西？你应该不可能是猪好鸡吧？有人把乖乖吃掉会被也太可爱了吧！偷偷吃掉然后记过处分。少爷也怕红色的，也是要确定。造谣，在网络上面买可以，网络上面其实像买东西其实都很方便。龙飞伊拉塞，chocolate，搜索 chocolate 啊姐，谢谢你们啦！我真的好谢谢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其实从昨天团长的联动就很感动了，我看到那些表单，然后看到那些数据，我真的更加的确信你们真的都很专情的，因为大部分的人真的因为可能有生活费或者是娱乐费的限制，没有办法加到300以上，但是你们为什么3200的有办法加这样？感觉就加了跟32块一样。对啊，就是各方面的感动，谢谢你们。我们现在周边卖场贩卖中，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朱棣卡被大家感动到了，谢谢你们。不管是升级的、买周边的，还是少我烹的，或者来看我精明干练的，都谢谢你们啦！真的，你的奖励你又被放置 play 了。这个莫西你是谁呢？你是最专情的那个啊？好到啊 ，OK， 你专情没有问题。广义，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装死，你们这些全部可以领到这个非卖品，这个40公分眼镜架的都不准装死，知道吗？都不准装死。这个40公分眼镜架真的是有够下趴的，已经在我的房间里面了，好不好？学姐，你不要再重劳了，我真是，你们再这样讲，我去加盟星，可以吗？气到我自己去加盟星。就是想要保养好，不然签名见到手断掉。应该是不至于啦，应该是不会，对，应该啦，应该是不会，除非最近又有新的总裁出现，好不好？好啦 ，OK， 那这个非卖品，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使用绿界充年资啦，但是真的一样是量力而为，偶尔共体时间就好，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你们不要再吹到猪我了，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要去吃东西了，谢谢你们。对不起，我原本打算要唱点歌，但是我跟你们这样子笑笑闹闹的，我真的肚子饿到不行了，我还是先吃饭好。我把我的体力留到我们礼拜六相辅相成，我们的线下国际美人难分难舍线下生日季活动。OK， 来我看一下我这边那个下载区，还有没有保存那个刘妈画的美图？等我一下。刘妈，如果可以的话，你的那个帮我们绘制的这个难分难舍的这个票卡的这个图，方便让我在下个礼拜的周表上使用吗？我们先征求刘妈的同意哈。我原本这个礼拜想使用，但是因为我想说，毕竟下个礼拜才是进入真正的生日季周，所以我想说下个礼拜再使用好了。封面好香吗？谢谢小天总裁，谢谢你们。怎么是透露羊套餐是什么东西？对不起，我原本要练恶魔之子，但是我现在的状况大概唱不上去，因为真的很饿。谢谢刘妈，谢谢。那我们刘妈很美的那个，对，刘妈很美，刘妈对一直都很美。看一下刘妈的那个票，我看一下有没有存在这里那个票呢？那个票，还是我存着了，但是不知道放到哪个资料夹去了。我侄子，对，我真的很饿，我饿了，对不起。刘妈的那个票，还是我去 DC 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去刘妈的票，我脂肪的脂。之前很像刘妈还是飞雪有贴给我，我再过去看一下，等我一下吼。刘妈那个很漂亮的票，应该没有意外的话，这一次大家应该都会领到啦吼。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然后现场的活动啊，现场的活动大家基本上我觉得就
玩开心最重要啦，大家随意吼啊！如果就是你们有特别装扮的话，朱迪卡万分感谢，好不好？最好是带着我的嘎基德亚一起摆出我真骚的那个表情的国际美人的姿势，万分感谢。对，很美很美的。我这边有那个看一下，但是这个应该是小档案，所以它有点模糊，不好意思，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大档案。好了，大家应该都会领得到这些，真的是很棒，谢谢你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我领得到吗？我一下领不到，对不起。好了，没有朱迪卡的也没关系，毕竟我是被派遣过去的哈。好，谢谢你们。我们这个是6点准时开桌，对不起，不是板的哈，6点准时开始啦，我们的线下现场连线活动哈。恶魔之子，妮可迪卡这样子。要放你进去吗？对，可以。你们相辅相成，不管多骚多浪，都请记录下来，好不好？有多的应该可以给迪卡吗？如果有多的再给我就好。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大家就自己收藏，因为毕竟真的是很棒的活动，好不好？辛苦了，要去上班了。好，广义你也是。こっちもそろそろ終わります。こっちもそろそろだね。抽一张起来跟你的生日啊，真的吗？谢谢。可以的话啦，如果有的话啊，如果真的不够的话，你们就自己收藏就好。你不是被抱着？好啦，我那天就看你大家怎么骚怎么浪齁。好啦，谢谢你们大家，我们25号晚上6点现场连线活动见了齁，谢谢你们。来，我们来找降落的地点。我们现在看这个时间，哪一位老婆在开台的？感谢你们自发性的筹备这么棒的活动。更感谢今天回卵的或者是新加入的你各位狮子总裁们，你们都超棒，你们都超棒！哇，今天开台的老婆们还蛮多的，我看一下我看看哦。哇，今天难得会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老婆们欸。来，我们去看一下。哇，选择性障碍。角莲，我们来，现在来找角莲玩吧。太来吧，来设定一下哈。应该也是猪猪第一次降落到角莲的频道，因为我记得角莲很像也基本上都是开晚上台比较多，来打扰他一下。好，谢谢你们，我要为各位切片尾咯。好啦，感谢大家，我们的生日周边公开非常成功，欢迎大家下标起来，没货了就没货了，不会再，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再复刻了，应该啦。谢谢你们大家，感谢大家。不睡觉联盟其中之一吼，很像是对，所以很难得可以在这个时候遇到他。はい、それでは間もなく常連さ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小莲的频道哦。嘿，5秒之后马上降落，我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吼。5、4、3、2、1。啊，等一下，看错了，等一下，没有碰，这是被盗账号。礼拜6见喽，拜拜。